看狗眼力啊！第一回，宴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金英雄首立功。词曰：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，及秦灭之后，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。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，一统天下。后来光武中兴，传至献帝，遂分为三国。推其治乱之由，代始于桓。灵二帝，桓帝禁锢禅类，崇信宦官。及桓帝崩，灵帝即位，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波共相辅佐。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，窦武、陈波谋诛之，做事不密，反为所害。钟捐自此愈横。建宁2年4月望日，地狱温德殿。方升座，殿角狂风骤起，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将下来，盘于以上。必惊倒，左右急救入宫，百官俱奔避。须臾，蛇不见了。忽然大雷大雨，加以冰雹，落到半夜方止，坏却房屋无数。建宁4年2月，洛阳地震，又海水泛溢，沿海居民竟被大浪卷入海中。光和元年，雌鸡化雄。6月朔，黑气10余丈，飞入温德殿中。秋7月，有鸿见于玉堂，五原山岸尽皆崩裂。种种不详，非止一端。陛下诏问群臣以灾异之由，议郎蔡邕上书，以为泥堕鸡化，乃复似干政之所至，言颇切直。帝览奏叹息，因起更衣。曹节在后妾室，悉宣告左右，遂以他视县庸于罪，放归田里。后张让、赵忠、封许、段珪、曹节、后览、简硕、程况、夏运、郭盛10人朋比为监，号为时常侍。帝尊姓张让，呼为阿父，朝政日非，以致天下人心思乱，盗贼风起。时巨鹿郡有兄弟3人，一名张角，一名张宝，一名张良。骂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，因入山采药，遇一老人，闭眼童颜，手执藜杖，唤角至一洞中，以天书3卷授之，曰：此名太平要术。汝得之，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，若蒙一心，必获恶报。角拜问姓名，老人曰：吾乃南华老仙也。言讫，化阵清风而去。角得此书，小夜恭喜，能呼风唤雨，号为太平道人。中平元年正月内，疫气流行，张角散失符水，为人治病，自称大贤良师。角有徒弟500余人，云游四方，皆能书符念咒。嗣后徒众日多，角乃立36方，大方10000余人，小方6、7千，各立渠帅，称为将军。俄言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又云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，令人各以白土书甲子2字于家中大门上。清、幽、徐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8州之人，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。角遣其党马元义按击金帛，结交中捐封许，以为内应。角与2弟商议曰：至难的者，民心也。今民心已顺，若不乘势取天下，诚为可惜。遂一面私造黄旗，约其举事，一面使弟子唐州持书报封许。唐州乃进赴省中告变。帝召大将军何进调兵请马元义，斩之，赐收封许等一干人下狱。张角闻之事录，星夜举兵，自称天公将军，张宝称地公将军，张良称人公将军。申言于众曰：今汉运江中，大圣人出儒等皆宜顺从天意，以讲太平。四方百姓果黄金从张角反者40、50万，贼势浩大，官军望风而靡。何进奏帝火速降诏，令各主备狱，讨贼立功。一面遣中郎将卢植、黄甫松、朱卷各引精兵，分3路讨之。且说张角一军
前犯幽州界分，幽州太守刘焉，乃将下晋陵人士，汉鲁公亡之后也。当时闻得贼兵将至，赵校尉邹靖计议。靖曰：贼兵众，我兵寡，明公一座速招军应敌。刘焉然其说，随即出榜招募义兵。榜文行到涿县，乃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。人不甚好读书，性宽和，寡言语，喜怒不形于色，素有大志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生得身长7尺5寸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目能自顾其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脂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，名备，字玄的。袭刘胜之子刘贞，汉武时封涿鹿亭侯，后作酬京师侯，因此遗这一支在涿县。玄的祖刘雄，父刘弘，弘曾举孝廉，亦常作吏，早丧。玄的幼姑是母至孝家贫，范具之媳为业，家住本县楼桑村。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，高5丈余，遥望之，彤彤如车盖。乡者云：此家必出贵人。玄的幼时，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，曰：我为天子，当乘此车盖。叔父刘元起其言，曰：此儿非常人也。因见玄的家贫，常资给之。年15岁，母使游学，常师事郑玄、卢植与公孙瓒等为友。及刘焉发榜招军时，玄德年己28岁矣。当日见了榜文，慨然长叹。随后一人厉声言曰：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，何故长叹？玄德回视其人，身长8尺，豹头环眼，燕汉虎须，声若巨雷，势如奔马。玄德见他形貌异常，问其姓名。其人曰：某姓张，名飞，字翼的。世居涿郡，活有庄田，卖酒屠猪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适才见公看榜而叹，故此相问。玄德曰：我本汉室宗亲，姓刘，名备。今闻黄巾倡乱，有志欲破贼安民，恨力不能，故长叹耳。飞曰：吾颇有资财，当招募乡勇，与公同举大事，如何？玄德甚喜，遂与同入村店中饮酒。正饮间，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，入店坐下，便唤酒保，快斟酒来吃，我待赶入城去投军。玄德看其人，身长9尺，然长2尺，面如重枣，唇若涂脂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玄德就邀他同坐，叩其姓名。其人曰：吾姓关，名羽，字寿长，后改云长，河东解良人也。因本处世豪，以士陵人，被吴杀了，逃难江湖5、6年矣。今闻此处招军破贼，特来应募。玄德遂以己志告之，云长大喜，同到张飞庄上，共议大事。飞曰：吴庄后有一桃园，花开正盛，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，我4人结为兄弟，协力同心，然后可图大事。玄德、云长齐声应曰：如此甚好。次日，于桃园中备下乌牛、白马、季礼等项，3人焚香，再拜而说誓曰：念刘备、关羽、张飞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皇天厚土，实见此心，备义忘恩，天人共怒。势必拜玄德为兄，关羽次之，张飞为弟。祭罢天地，复载牛设酒，聚乡中勇士，得300余人，就桃园中痛饮一醉。来日收拾军器，但恨无马匹可乘。正思虑间，人报有2个客人，引一伙伴当，赶一群马，投庄上来。玄德曰：此天佑我也。3人出庄迎接。原来2客乃中山大商，一名张世平，一名苏双，每年往北贩马，竟因扣发而回。玄德请2人到庄，置酒管待，诉说欲讨贼安民之意。2客大喜，愿将良马50匹相送，又赠金银500两，兵铁1000斤，以资器用。玄德谢别2客，便命良将打造双股剑。云长造青龙偃月刀，又名冷艳锯，重82斤。
张飞造帐8点钢矛，各置全身铠甲，共聚乡勇500余人来见邹靖。邹靖引见太守刘焉，3人身见毕，各通姓名。玄德说起宗派，刘焉大喜，遂任玄德为职。不数日，人报黄巾贼将程远志统兵5万来犯涿郡。刘焉令邹靖引玄德等3人，统兵500前去破敌。玄德等欣然领军前进，直至大兴山下，与贼相见。贼众皆披发，以黄巾抹额。当下两军相对，玄德出马，左有云长，右有翼的扬鞭大骂：“反国逆贼，何不早降！”程远志大怒，遣副将邓茂出战。张飞挺杖8蛇矛直出，手起杵刺中邓茂心窝，翻身落马。程远志见折了邓茂，拍马舞刀直取张飞。云长舞动大刀，纵马飞迎。程远志见了，早吃一惊，措手不及，被云长刀起杵，挥为2段。后人有诗赞2人曰：“英雄发引在今朝，一是矛兮一是刀。初便将威力斩，3分毫把性命标。”众贼见程远志被斩，皆倒戈而走。玄德挥军追赶，投降者不计其数，大胜而回。刘焉亲自迎接，赏烙军士。次日，接得青州太守公瑾牒文，言黄巾贼围城江县，起次救援。刘焉与玄德商议，玄德曰：“备愿往救之。”刘焉令邹靖将兵5000，同玄德、关张投青州来。贼众见救军至，分兵混战。玄德兵寡不胜，退30里下寨。玄德谓关张曰：“贼众我寡，必出奇兵，方可取胜。”乃分关公引1000军伏山左，张飞引1000军伏山右，鸣金为号，齐出接应。次日，玄德与邹靖引军鼓噪而进，贼众迎战，玄德引军便退。贼众乘势追赶，方过山岭，玄德军中一骑鸣金，左右两军齐出，玄德挥军回身复杀。3路夹攻，贼众大溃，只赶至青州城下，太守公瑾亦率民兵出城助战。贼势大败，剿戮极多，遂解青州之围。后人有诗赞玄德曰：“运筹决算有神功，二虎还须训一龙。初便能垂尾击，自应分鼎在孤穹。”公瑾靠军壁，邹靖欲回。玄德曰：“晋文中郎将卢植与贼首张角战于广宗，被袭曾失事卢植，欲往助之。”于是邹靖引军自回。玄德与关张引本部500人投广宗来。至卢植军中，入帐施礼，俱到来意。卢植大喜，留在帐前听调。时张角贼众15万，执兵5万，相聚于广宗，未见胜负。直谓玄德曰：“我今为贼在此，贼弟张良、张宝在颍川，与黄甫松、朱卷对垒。如可引本部人马，我更助汝1000官军，前去颍川打探消息，约其剿捕。”玄德领命，引军星夜投颍川来。时黄甫松、朱卷领军拒贼，贼战不利，退入长社，依草结营。松与卷计曰：“贼依草结营，当用火攻之。”遂令军士每人束草1把，暗地埋伏。其夜大风忽起，2更以后，一齐纵火。松与卷各引兵攻击贼寨，火焰张天，贼众惊慌，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四散奔走。杀到天明，张良、张宝引败残军士夺路而走。忽见一彪军马尽打红旗，当头来到，截往去路。为首闪出一将，身长7尺，细眼长髯，官拜骑都尉，沛国谯郡人也，姓曹，名操，字孟能。操父曹嵩，本姓夏侯氏，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，故冒姓曹。曹嵩生操，小字阿瞒，艺名吉利。操幼时好游猎，喜歌舞，有权谋，多机变。操有叔父，见操游荡无度，常怒之，言于曹嵩。嵩则操忽心生一计，见叔父来，诈倒于地，作中风之状。叔父今告嵩，嵩即视之，操故无恙。嵩曰：“孰言汝中风，今几愈乎？”操曰：“儿自来无此病，因是爱于叔父，故见往耳。”
松信其言，后叔父但言操过，松并不听，因此操的字意放荡。时人有乔玄者谓操曰：“天下将乱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济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？”南阳何勇见操，言汉室将亡，安天下者，必此人也。汝南许少，有知人之名。操往见之，问曰：“我何如人？”少不答。又问少曰：“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也。”操闻言大喜，年20举孝廉为郎，除洛阳北都尉。初到任，即设5色棒10余条于县之4门。有犯禁者，不必豪贵，皆责之。中常侍简硕之熟，提刀夜行，操巡夜拿住，就棒责之。由是内外莫敢犯者，威名颇振。后为顿丘令，因黄巾起，拜为骑都尉，引马步军5000前来颍川助战。正值张良、张宝败走，曹操拦住，大杀一阵，斩首万余级，夺得旗幡、金鼓马匹极多。张良、张宝死战得脱。操见过黄甫松、朱卷，随即引兵追袭张良、张宝去了。却说玄的引官张来颍川，听得喊杀之声，又望见火光烛天，即引兵来时，贼已败散。玄德见黄甫松、朱卷齐到卢植之意。松曰：“张良、张宝是穷力乏，必投广宗去依张角。玄德可及星夜往助。”玄德领命，遂引兵复回。到的半路，只见一簇军马，护送一辆砍车，车中之囚，乃卢植也。玄德大惊，滚鞍下马，问其缘故。植曰：“我为张角，将刺可破，因角用妖术，未能及胜。朝廷差黄门左峰前来体探，问我索取贿赂。我答曰：军粮尚缺，安有余钱奉承天使？左峰侠恨，回奏朝廷，说我高垒不战，惰慢军心，因此朝廷震怒，遣中郎将董卓来带将我兵，取我回京问罪。”张飞听罢，大怒，要斩护送军人，以救卢植。玄德即止之曰：“朝廷自有公论，汝岂可造次？”军士簇拥卢植去了。关公曰：“卢中郎已被逮，别人领兵，我等去无所依，不如且回涿郡。”玄德从其言，遂引军北行。行无2日，忽闻山后喊声大震。玄德引官张纵马上高冈望之，见汉军大败，后面漫山塞野，黄金盖地而来，其上大书天公将军。玄德曰：“此张角也，可速战。”3人飞马引军而出。张角正杀败董卓，乘势赶来，忽遇3人冲杀，角军大乱，败走50余里。3人救了董卓回寨。卓问3人现居何职？玄德曰：“白身。”卓甚轻之，不为礼。玄德出，张飞大怒曰：“我等亲赴血战，救了这厮，他却如此无礼，若不杀之，难消我气。”便要提刀入帐来杀董卓。正是人情势利古犹今，谁是英雄是白身？安得快人如意的尽诸世上负心人？毕竟董卓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2回，张翼德怒鞭都邮，何国救谋诛幻术。且说董卓字仲迥，陇西临洮人也，官拜河东太守，自来骄傲。当日怠卖了玄德，张飞性发，便欲杀之。玄德与关公即止之曰：“他是朝廷命官，岂可擅杀？”飞曰：“若不杀这厮，反要在他部下听令，其实不甘。二兄要便住在此，我自投别处去也。”玄德曰：“我3人一同生死，岂可相离？不若都投别处去便了。”飞曰：“若如此，稍解无恨。”于是3人连夜引军来投朱卷。卷待之其后，合兵一处，进讨张宝。是时曹操自跟黄甫松讨张良，大战于曲阳。这里朱卷进攻张宝，张宝引贼众8、9万，屯于山后。卷令玄德为其先锋，与贼对敌。张宝遣副将高升出马末战，玄德使张飞击之，飞纵马挺矛，与生交战，不数合，刺生落马。玄德挥军直冲过去，张宝就马上披发仗剑，做起妖法。
只见风雷大作，一股黑气从天而降，黑气中似有无限人马杀来。玄德连忙回军，军中大乱，败阵而归，与朱卷计议。卷曰：彼用妖术，我来日可宰猪羊狗血，令军士伏于山头，后贼赶来，从高坡上泼之，其罚可减。玄德听令，拨关公、张飞各引军1000，伏于山后高冈之上，盛猪羊狗血并会物准备。次日，张宝摇旗擂鼓，引军搦战，玄德出营。交锋之际，张宝作法，风雷大作，飞沙走石，黑气漫天，滚滚人马自天而下。玄德拨马便走，张宝驱兵赶来。将过山头关，张伏军放起号炮，将会物齐泼。但见空中纸人草马纷纷坠地，风雷顿袭，沙石不飞。张宝见解了法，急欲退军。左关公，右张飞，两军都出，背后玄德、朱卷一起赶上，贼兵大败。玄德望见地公将军旗号，飞马赶来，张宝落荒而走。玄德发箭，中其左臂。张宝带箭逃脱，走入阳城，坚守不出。朱卷引兵围住阳城攻打，一面插人打探黄甫松消息。探子回报，据说黄甫松大获圣捷，朝廷以董卓屡败，命松代之。松到时，张角已死，张良统其众，与我军相聚，被黄甫松连胜7阵，斩张良于曲阳。发张角之官，陆师枭首，送往京师。余众俱降。朝廷加黄甫松为车骑将军，领冀州牧。黄甫松又表奏卢植有功无罪，朝廷复卢植原官。曹操亦已有功，除济南乡，即日将班师赴任。朱卷听说，催促军马，悉力攻打阳城。贼势为急，贼将严正，刺杀张宝，献首投降。朱卷遂平数郡，上表献捷。时有黄巾余党3人，赵弘、韩忠、孙仲聚众数万，望风烧节，称与张角报仇。朝廷命朱卷及以得胜之师讨之。卷奉诏率军前进，时贼据宛城，卷引兵攻之，赵弘遣韩忠出战。卷遣玄德、关张攻城西南角，韩忠尽率精锐之众来西南角抵敌。朱卷自纵铁骑2000，进取东北角。贼恐失城，即弃西南而回。玄德从背后掩杀，贼众大败，奔入宛城。朱卷分兵四面围定，城中断粮。韩忠使人出城投降，卷不许。玄德曰：袭高祖之的天下，盖为能招降纳顺，公何惧韩忠耶？卷曰：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袭秦相之际，天下大乱，民无定主，故招降赏赋，以劝来耳。今海内一统，为黄巾造反，若容其将，无以劝善。使贼得利自意劫掠，失利便投降，此长寇之志，非良策也。玄德曰：不容寇将士矣。今四面围如铁桶，贼起将不得，必然死战，万人一心，尚不可当，况城中有数万死命之人乎？吾若撤去东南，独攻西北，贼必弃城而走，无心恋战，可及秦也。卷然之，遂撤东南2面军马，一齐攻打西北。韩忠果引军弃城而奔。卷与玄德、关张吕3军掩杀，射死韩忠，余皆四散奔走。正追赶间，赵弘、孙仲引贼众到，与卷交战。卷见弘势大，引军战退。弘乘势复夺宛城。卷离10里下寨，方欲攻打，忽见正东一彪人马到来。为首一将，生得广额阔面，虎体熊腰，吴郡富春人也，姓孙，名坚，字文台，乃孙武子之后。年17岁，与父至钱塘，见海贼10余人劫取商人财物，于岸上分赃。坚谓父曰：此贼可擒也。遂奋力提刀上岸，扬声大叫，东西指挥，如唤人状。贼以为官兵至，尽弃财物奔走。坚赶上，杀一贼，由是郡县之名，建为校尉。后会稽邀贼许昌造反，自称阳明皇帝，聚众数万。坚与郡司马招募勇士1000余人，会河州郡破之，斩许昌并其子许韶。
刺史臧明上表奏其功，除监为盐渎城，又除盱夷城、下邳城。今见黄巾寇起，聚集乡中少年及诸商旅，并怀泗精兵1500余人前来接应。朱眷大喜，便令监攻打南门，玄德打北门，朱眷打西门，留东门与贼走。孙坚首先登城，斩贼20余人，贼众崩溃。赵弘飞马屠硕，直取孙坚。坚从城上飞身夺弘硕，刺弘下马，却骑红马飞身往来杀贼。孙仲引贼屠出北门，正迎玄德无心恋战，只待奔逃。玄德张弓一箭，正中孙仲，翻身落马。朱眷大军随后掩杀，斩首数万级，将者不可胜计。南阳一路十数郡皆平。眷班师回京，赵封为车骑队军，河南尹。眷表奏孙坚、刘备等功。兼有人情，除别郡司马上任去了，唯玄德听后日久不得除授。三人郁郁不乐，上街闲行，正值郎中张军车到。玄德见之，自陈攻击。军大惊，遂入朝见帝曰：袭黄巾造反，其源皆由时常侍卖官鬻爵，非亲不用，非仇不诛，以致天下大乱。今已斩时常侍，悬首南郊，遣使者布告天下，有功者众加赏赐，则四海自清平也。时常侍奏帝曰：张军欺主。帝令武士逐出张军。时常侍共议，此必破黄巾有功者不得除授，故生怨言。权且教省加权助为名，待后却在理会未晚。因此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，克日赴任。玄德将兵散回乡里，只带亲随20余人，与关张来安喜县中到任。属县试1月，与民秋毫无犯，民皆感化。到任之后，与关张实则同桌，寝则同床。如玄德在仇人广作，关张势力终日不倦。到县尉及4月，朝廷降诏，凡有军功为常例者当杀太。玄德一在浅中，是都邮刑部知县。玄德出郭迎接，见都邮失礼。都邮坐于马上，微微以鞭指回答。关张二公惧怒，即到馆驿，都邮南面高坐，玄德势力阶下。良久，都邮问曰：刘县尉是何出身？玄德曰：备乃中山靖王之后，自涿郡剿戮黄巾，大小30余战，颇有为功，因得除金职。都邮大喝曰：汝诈称皇亲，虚报功绩。目今朝廷降诏，正要杀太这等烂官污吏。玄德默默连声而退，归到县中，与县吏商议。吏曰：都邮入威，无非要贿赂耳。玄德曰：我与民秋毫无犯，纳得财物与他。次日，都邮先提县吏去，勒令只称县尉害民。玄德几番自往求免，俱被门役阻住，不肯放参。细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，乘马从馆驿前过，见50、60个老人，皆在门前痛哭。飞问其故，众老人答曰：都邮逼勒县吏，欲害刘公，我等皆来苦告，不得放入，反遭把门人赶打。张飞大怒，睁圆环眼，咬碎钢牙，滚鞍下马，进入馆驿，把门人哪里阻挡得住？直奔后堂，见都邮正坐厅上，将县吏绑倒在地。飞大喝：害民贼，认得我麻！都邮未及开言，早被张飞揪住头发，扯出馆驿，直到县前马桩上扶住，搬下柳条，去都邮两腿上着力鞭打，一连打折柳条10数枝。玄德正纳闷间，听得县前喧闹，问左右，答曰：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。玄德忙去观之，见绑扶者乃都邮也。玄德惊问其故，飞曰：此等害民贼，不打死等甚。都邮告曰：玄德公救我性命。玄德终是仁慈的人，即喝张飞住手。旁边转过关公来，曰：兄长见许多大功，景德县尉，今反被都邮侮辱。吾思只及从中，非欺鸾凤之所，不如杀都邮，弃官归乡，别图远大之计。玄德乃取印绶，挂于都邮之颈，责之曰：惧辱害民，本当杀却，今孤饶汝命。吾缴还印绶，从此去矣。
都邮归告定州太守，太守声闻省府差人捕捉。玄的官、张三人往代州头刘辉。辉见玄的乃汉室宗亲，留匿在家不提。却说时常侍既握重权，互相商议，但有不从己者诛之。赵忠、张让差人问破黄巾将士所经帛不从者奏罢职。黄甫松、朱卷皆不肯与赵忠等俱奏罢其官。帝又封赵忠等为车骑将军，张让等13人皆封列侯。朝政愈坏，人民皆怨。于是长沙贼欧兴作乱，于阳张举、张纯反，举称天子，纯称大将军。表彰雪片告急，时常侍皆藏匿不奏。一日，帝在后园与时常侍饮宴，见议大夫刘陶进到帝前大痛。帝问其故，陶曰：天下危在旦夕，陛下尚自与燕关共饮耶？帝曰：国家承平，有何为急？陶曰：四方盗贼并起，侵略州郡，其祸皆由时常侍卖官害民，欺君罔上。朝廷正人皆去，祸在目前矣。时常侍皆免官贵服于帝前曰：大臣不相容，臣等不能活矣。愿起性命归田里，尽将家产以助军资。言罢痛哭。帝怒谓陶曰：汝亦有进士之人，何独不容朕耶？呼武士推出斩之。刘陶大呼：臣死不息！可怜汉室天下400余年，到此一旦休矣。武士勇逃出，方欲行刑，一大臣喝住曰：勿得下手，待我见去。众视之，乃司徒陈丹。进入室中来见帝曰：刘建议的何罪而受诛？帝曰：毁谤近臣，冒朕功。丹曰：天下人民欲食时常侍之肉，陛下敬之如父母，身无寸功，皆封列侯，况封许等节连黄巾，欲为内乱，陛下今不自省，社稷利剑崩摧矣。帝曰：封许作乱，其事不明。时常侍中岂无1、2忠臣？陈丹以头撞阶而见。帝怒，命迁出，与刘陶皆下狱。是夜，时常侍及于狱中谋杀之，驾帝少以孙坚为长沙太守，讨欧兴。不50日，报捷江夏平。诏封坚为乌程侯，封刘虞为幽州牧，领兵往于阳征张举、张纯。代州刘辉以书见玄德见虞，虞大喜，令玄德为都尉，引兵直抵贼巢，与贼大战数日，挫动锐气。张纯专一凶暴，士卒兴变，帐下头目刺杀张纯，将头纳县，率众来降。张举见事败，亦自缢死。于阳晋平。刘虞表奏刘备大功，朝廷赦免边都邮之罪，除下密城，迁高唐尉。公孙瓒又表陈玄的前功，建为别部司马，守平原县令。玄德在平原，颇有钱粮军马，重整旧日气象。刘虞平寇有功，封太尉。中平6年夏4月，灵帝病笃，召大将军何进入宫，商议后事。骂何进起身图家，因妹入宫为贵人，生皇子辩，遂立为皇后，进由氏的权重任。帝又宠幸王美人，生皇子协。何后嫉妒，镇杀王美人。皇子协养于董太后宫中。董太后乃灵帝之母，解毒亭侯刘长之妻也。初因桓帝无子，迎立解毒亭侯之子，是为灵帝。灵帝入继大统，遂迎养母氏于宫中，尊为太后。董太后常劝帝立皇子协为太子，帝亦偏爱协，欲立之。当时病笃，中常侍简硕奏曰：若欲立协，必先诛何进，以绝后患。帝然其说，因宣进入宫。进至宫门，司马潘颖谓进曰：不可入宫，简硕欲谋杀宫。进大惊，即归私宅，召诸大臣，欲进诛宦官。座上一人挺身摆出曰：宦官之事，岂自充直之时？朝廷资慢极广，安能尽诛？倘机不密，必有灭族之祸，请细详之。进视之，乃典军校尉曹操也。进斥曰：如小辈安知朝廷大事？正踌躇间，潘颖至，言帝已崩。今简硕与时常侍商议，密不发丧，矫诏宣和国就入宫，欲绝后患，册立皇子协为帝。
说为了使命制宣进速入，以定后事。操曰：今日之计，先移郑军位，然后屠贼。晋曰：谁敢与吴郑军讨贼？一人挺身出曰：愿借精兵5000，斩关入内，策立新军，尽诛燕术，扫清朝廷，以安天下。晋视之，乃司徒袁逢之子，袁伟之侄，名绍，字本初，建为司隶校尉。何进大喜，遂点御林军5000，绍全身披挂。何进引何勇、荀攸、郑泰等大臣30余员相继而入，救灵帝就前，扶立太子，便即皇帝位。百官呼拜已毕，袁绍入宫收简硕。硕慌走入御花园花荫下，为中常侍郭盛所杀。硕所领禁军，尽皆投顺。绍谓何进曰：中官结党，今日可乘势尽诛之。张让等知事急，慌入告何后曰：使出设谋陷害大将军者，只简硕一人，并不干臣等事。今大将军听袁绍之言，欲尽诛臣等，请娘娘怜悯。何太后曰：汝等勿忧，我当保汝。传旨宣何进入。太后命谓曰：我与汝出身寒微，非张让等焉能享此富贵？今简硕不仁，既已伏诛，汝何信人言，欲尽诛宦官耶？何进听罢，出谓众官曰：简硕设谋害我，可足灭其家，其余不必妄加残害。袁绍曰：若不斩草除根，必为丧身之本。进曰：吾意已决，汝勿多言。众官皆退。次日，太后命何进参录尚书事，其余皆封官职。董太后宣张让等入宫商议曰：何进之妹，使出我抬举他。今日他孩儿及皇帝位，内外臣僚皆其心腹，威权太重，我将如何？让奏曰：娘娘可临朝，垂帘听政，封皇子协为王，家国就董众大官，掌握军权，重用臣等，大事可图矣。董太后大喜。次日设朝，董太后降旨封皇子协为陈留王，董仲为骠骑将军，张让等共御朝政。何太后见董太后专权，于宫中设一宴，请董太后复席。酒至半酣，何太后起身捧杯再拜曰：我等皆妇人也，参与朝政，非其所宜。袭吕后因握重权，宗族千口皆被戮。今我等宜身居九重，朝廷大事，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议，此国家之幸也。愿垂听焉。董太后大怒曰：汝朕死亡美人，设心嫉妒。今以汝子为君，与汝兄何进之事，则敢乱言。吾敕骠骑断汝兄手，如反掌耳。何后亦怒曰：吾以好言相劝，何反怒耶？董后曰：汝家屠孤小辈，有何见识？两宫互相争竞，张让等各劝归宫。何后连夜召何进入宫，告以前事。何进出，召三公共议，来早设朝，使廷臣奏董太后原系凡妃，不宜久居宫中，何仍迁于河间安置，现日下即出国门。一面遣人启送董后，一面点禁军为骠骑将军董仲府宅追索应受。董仲知事急，自刎于后堂。家人举哀，军事方散。张让、段珪见董后意之已废，遂皆以金珠完好结构何进弟何取并其母武阳君，令早晚入何太后处，善言遮蔽，因此时常是诱的尽兴。6月，何进暗使人单杀董后于河间一庭，举柩回京，葬于文陵。进托病不出，司隶校尉袁绍入见进曰：张让、段珪等流言于外，言公单杀董后，欲谋大事。诚此时不诛阉宦，后必为大祸。习窦武欲诛内庶，计谋不密，反受其殃。今公兄弟不取将力，皆因郡之事，若使尽力，势在掌握。此天赞之时，不可失也。进曰：且容商议。左右密报张让等转告何苗，又多送贿赂。苗入奏何后云：大将军辅佐新军，不行仁慈，专务杀伐。今吴芮又欲杀时常侍，此取乱之道也。后纳其言。少卿何进入白后，欲诛中捐。何后曰：中官统领晋省，汉家故事。
先帝心弃天下，而欲诛杀旧臣，非崇宗庙也。晋本是没决断之人，听太后言，唯唯而出。袁绍迎问曰：大事若何？晋曰：太后不允，如之奈何？绍曰：可召四方英雄人士，勒兵来京，尽诛燕术。此时事急，不容太后不从。晋曰：此计大妙，便发檄至各镇，召赴京师。主不臣临曰：不可。俗云：掩目而不厌雀，是自欺也。唯物上不可欺以得志，况国家大事乎？今将军仗皇威，掌兵要，龙骧虎步，高下在心。若欲诛宦官，如鼓鸿胪燎毛发耳。但当速发，行权力断，则天人顺之却反外袭大臣，临犯津缺，英雄聚会，各怀一心，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一成，反生乱矣。何进笑曰：此懦夫之见也。旁边一人鼓掌大笑曰：此事易如反掌，何必多议？是之，乃曹操也。正是欲除君侧消人乱，须听朝中志士谋。不知曹操说出甚话来，且听下文分解。第3回，一温明董卓斥丁原，会荆诸李诉说吕布。且说曹操当日对何进曰：宦官之祸，古今皆有，但事主不当驾之权宠，使至于此。若欲治罪，当除原恶，但复一欲力足矣，何必纷纷召外兵乎？欲尽诛之，势必宣怒，无料其必败也。何进怒曰：孟得一怀私意耶？操退曰：乱天下者，必尽也。进乃按差使命机密诏，星夜往各镇去。却说前将军敖乡侯西凉刺史董卓，先为破黄巾无功，朝廷将治其罪，因贿赂时常侍幸免，后又节脱朝贵，遂任显官，统西州大军20万，常有不臣之心。是时得诏大喜，点起军马，陆续变行，使其续中郎将牛辅守住陕西，自己却带李傕、郭汜、张继、樊稠等提兵往洛阳进发。卓续谋士李儒曰：今虽奉诏，中间多有暗昧，何不插人上表，名正言顺，大事可图？卓大喜，遂上表。其略曰：窃闻天下所以乱逆不止者，皆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之故。臣闻羊汤止沸，不如去腥；溃痈虽痛，胜于养毒。臣感民钟鼓入洛阳，请除让等。社稷幸甚，天下幸甚。何进的表出仕大臣。是御史正太监曰：董卓乃豺狼也，引入京城，必食人矣。进曰：汝多疑，不足谋大事。卢植意见曰：直素知董卓为人面善心狠，一入晋庭，必生祸患。不如止之勿来，免致生乱。进不听，正太、卢植皆弃官而去。朝廷大臣去者大半。进使人引董卓于渑池，卓按兵不动。张让等至外兵道，共议曰：此何进之谋也？我等不先下手，皆灭族矣。乃先扶刀扶守50人于长乐公家的门内，入告何太后曰：今大将军矫诏外兵至京师，欲灭臣等，望娘娘垂怜赐救。太后曰：汝等可议大将军府谢罪。让曰：若到相府，骨肉鸡焚矣。望娘娘宣大将军入宫谕旨之。如其不从，臣等只救娘娘前请死。太后乃降诏宣进，进得诏便行。主不臣临谏曰：太后此诏必是时常侍之谋，切不可去。去必有祸。进曰：太后召我，有何祸事？袁绍曰：今谋已泄，是以路将军尚欲入宫耶？曹操曰：先召时常侍出，然后可入。进笑曰：此小儿之见也。吾掌天下之权，时常侍敢待如何？绍曰：公必欲去，我等引甲士护从，以防不测。于是袁绍、曹操各选精兵500，命袁绍之弟袁术领之。袁术全身披挂，引兵布列清所门外。绍与操带剑护送何进至长乐宫前。黄门传懿旨云：太后特宣大将军，余人不许折入。将袁绍、曹操等都阻住宫门外。何进昂然直入，至嘉德殿门，张让、段珪迎出，左右围住，进大惊。
让厉声则进曰：董后何罪，妄以担死？国母丧葬，托疾不出。如本图孤小辈，我等见之天子，以致荣贵，不思报效，欲相谋害。汝言我等甚浊，其亲者是谁？尽慌急，欲寻出路。宫门禁闭，伏甲齐出，将何进砍为两段。后人有诗叹之曰：汉室亲为天数中，无谋何进作三公。几番不听忠臣谏，难免宫中受剑锋。让等击杀何进。袁绍久不见进出，乃于宫门外大叫曰：请将军上车。让等将何进首级从墙上直出。宣谕曰：何进谋反，已伏诛矣。其余胁从，尽皆赦宥。袁绍厉声大叫：燕关谋杀大臣，诸恶党者前来助战。何进不将无匡，便于亲所门外放起火来。袁术引兵屠入宫廷，但见燕关不遇大小，尽皆杀之。袁绍、曹操斩官入内。赵忠、程况、夏运、郭盛4个被赶至翠花楼前，剁为肉泥。宫中火焰冲天。张让、段珪、曹节、侯览将太后及太子并陈留王劫去内省，从后道走北宫。时卢植弃官未去，见宫中事变，换甲持戈，立于阁下。遥见段珪勇逼何后过来，直大呼曰：段珪逆贼，安敢劫太后？段珪回身便走。太后从窗中跳出，直急救的免。吴匡杀入内廷，见何苗一提剑出。匡大呼曰：何苗同谋害兄，当共杀之。众人惧曰：愿斩谋兄之贼。苗欲走，四面为定，砍为齑粉。少傅令军士分头来杀时，常侍家属不分大小，尽皆诛绝，多有无须者勿被杀死。曹操一面就灭宫中之火，请和太后权摄大事，遣兵追袭张让等，寻觅少帝。且说张让、段珪劫勇少帝及陈留王，冒烟吐火，连夜奔走至北邙山。约3更时分，后面喊声大举，人马赶至，当前河南中部院吏闵贡，大呼：逆贼休走！张让见势急，遂投河而死。帝与陈留王谓之虚实，不敢高声，伏于河边乱草之内。军马四散去赶，不知地之所在。帝与王伏至4更，露水又下，腹中积馁，相抱而哭，又怕人之绝，吞生草莽之中。陈留王曰：此间不可久恋，须别寻活路。于是2人以衣相结，爬上岸边。满地荆棘，黑暗之中不见行路，正无奈何，忽有流萤千百成群，光芒照耀，只在地前飞转。陈留王曰：此天助我兄弟也。遂随萤火而行，渐渐见路。行至5更，足痛不能行。山冈边见一草堆，帝与王卧于草堆之畔。草堆前面是一所庄院，庄主是叶梦两红日坠于庄后，惊觉披衣出户，四下观望。见庄后草堆上红光冲天，慌忙往视，却是2人卧于草畔。庄主问曰：二少年谁家之子？帝不敢应。陈留王指帝曰：此是当今皇帝，遭时常侍之乱，逃难到此。吾乃皇帝陈留王也。庄主大惊，再拜曰：臣先朝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。因见时常侍卖官极贤，故隐于此。遂扶帝入庄，跪敬酒食。却说闵贡赶上段珪拿住，问天子何在？珪言已在半路相失，不知何往。贡遂杀段珪，悬头于马项下，分兵四散寻觅，自己却独乘一马，随路追寻。偶至崔毅庄，亦见首级，问之，贡说详细。崔毅引贡见帝，君臣痛哭。贡曰：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请陛下还都。崔毅庄上只有瘦马1匹，备与帝乘。贡与陈留王共乘一马。离庄而行，不到3里，司徒王允、太尉杨彪、左军校尉淳于琼、右军校尉赵蒙、后军校尉鲍信、中军校尉袁绍，一行人众，数百人马接着车驾，君臣皆哭。先使人将段珪首级往京师号令，另换好马与帝及陈留王齐坐，促帝海京。先是洛阳小儿谣曰：帝非帝，王非王，千乘万骑走北邙。
至此果应其称。车驾行不到数里，忽见旌旗蔽日，尘土遮天，一支人马到来。百官失色，地亦大惊。袁绍奏马出问何人，秀其营里，一将飞出，厉声问：天子何在？帝站立不能言。陈留王勒马向前，叱曰：来者何人？卓曰：西凉刺史董卓也。陈留王曰：汝来保驾耶？汝来劫驾耶？卓应曰：特来保驾。陈留王曰：既来保驾，天子在此，何不下马？卓大惊，慌忙下马，拜于道左。陈留王以言抚慰董卓，自出至终，并无失语。卓按其之，以怀费力之意。是日还宫，见何太后，俱各痛哭。检点宫中，不见了传国玉玺。董卓屯兵城外，每日带铁甲马军入城，横行街市，百姓惶惶不安。卓出入宫廷，略无忌惮。后军校尉报信来见袁绍，言董卓必有异心，可速除之。绍曰：朝廷心定，未可轻动。报信见王允，一言其事。允曰：且容商议。信自引本部军兵投泰山去了。董卓招诱何进兄弟部下之兵，尽归掌握。司谓李儒曰：吾欲废帝立陈留王，何如？李儒曰：今朝廷无主，不就此时行事，迟则有变矣。来日于温明园中召集百官，欲以废立，有不从者斩之，则威权之行正在今日。卓喜。次日大排筵会，便请公卿。公卿皆惧董卓，谁敢不到？卓带百官到了，然后徐到辕门下马，待见入席。酒行数巡，卓叫停酒止乐，乃厉声曰：吾有一言，众官静听。众官侧耳。卓曰：天子为万民之主，无威仪不可以奉宗庙社稷。今上懦弱，不若陈留王聪明好学，可成大位。吾欲废帝，立陈留王，诸大臣以为何如？诸官听罢，不敢出声。座上一人推案直出，立于檐前，大呼：不可！不可！汝是何人，敢发大语？天子乃先帝嫡子，出无过失，何得妄议废立？汝欲为篡逆耶？卓视之，乃荆州刺史丁原也。卓怒斥曰：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遂撤佩剑欲斩丁原。时李儒见丁原背后一人，生得气自轩昂，威风凛凛，手执方天画戟，怒目而视。李儒即进曰：今日饮宴之处，不可谈国政，来日向都堂公论未迟。众人皆劝丁原上马而去。卓问百官曰：吾所言，何公道否？卢植曰：明公差矣，袭太甲不明，依引放之于同宫。昌邑王登位方27日，造恶3000余条，故霍光告太庙而废之。今上虽幼，聪明人智，并无分毫过失。公乃外郡刺史，素未参与国政，又无一或之大才，何可强主废立之事？圣人云：有一引之志则可，无一引之志则篡也。卓大怒，拔剑向前欲杀之。一郎彭伯谏曰：卢尚书海内人望，今先害之，恐天下震怖。卓乃止。司徒王允曰：废立之事，不可久后相商，另日再议。于是百官皆散。卓按剑立于辕门，忽见一人跃马持戟，于辕门外往来持奏。卓问李儒：此何人也？儒曰：此丁原义兄，姓吕，名布，自奉先者也。主公且须避之。卓乃入园前避。次日，人报丁原引军城外搦战。卓怒，引军同李儒出营。两阵对圆，只见吕布顶束法金冠，披百花战袍，换唐尼铠甲，系狮满宝带，纵马挺戟，随丁建阳出到阵前。建阳指卓骂曰：国家不幸，焉官弄权，以致万民涂炭。而无尺寸之功，焉敢妄言废立，欲乱朝廷。董卓未及回言，吕布飞马直杀过来。董卓慌走，建阳率军掩杀。卓兵大败，退30余里下寨，聚众商议。卓曰：吾观吕布非常人也，吾若得此人，何虑天下哉？帐前一人出曰：主公勿忧，某与吕布同乡，知其勇而无谋，见利忘义。
某凭3寸不烂之舌，说吕布拱手来将，可乎？卓大喜，观其人，乃虎贲中郎李肃也。卓曰：汝将何以说之？肃曰：某闻主公有名马1匹，号曰赤兔，日行千里。须得此马，再用金珠以力竭其心。某更进说辞，吕布必反丁原，来投主公矣。卓问李儒曰：此言可乎？儒曰：主公欲取天下，何惜一马？卓欣然与之，更与黄金1000两，明珠数十颗，玉带1条。李肃积了礼物，投吕布寨来，俘虏军人围住。肃曰：可速报吕将军，有故人来见。军人报之，不命入见。肃见布曰：贤弟别来无恙。布衣曰：久不相见，今居何处？肃曰：见任虎贲中郎将之职，闻贤弟匡扶社稷，不生之喜。有良马1匹，日行千里，渡水登山，如履平地，名曰赤兔，特献与贤弟，以助虎威。布便令牵过来看，果然那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，无半根杂毛，从头至尾长1丈，从蹄至项高8尺，嘶喊咆哮，有腾空入海之状。后人有诗单道赤兔马曰：奔腾千里荡尘埃，渡水登山子午开。撤断丝将摇玉佩，火龙飞下9天来。布见了此马，大喜，谢肃曰：兄赐此良驹，将何以为报？肃曰：某为义气而来，岂望报乎？布置酒相待，酒酣。肃曰：素与贤弟少得相见，令尊却常会来。布曰：兄醉矣，先父弃世多年，安得与兄相会？肃大笑曰：非也，某说今日丁巳时耳。布惶恐曰：某在丁见阳处，亦出于无奈。肃曰：贤弟有擎天架海之才，四海孰不亲近？功名富贵，如探囊取物，何言无奈而在人之下乎？布曰：恨不逢其主耳。肃笑曰：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见机不早，悔之晚矣。布曰：兄在朝廷，观何人为世之英雄？肃曰：某遍观群臣，皆不如董卓。董卓为人敬贤理事，赏罚分明，终成大业。布曰：某欲从之，恨无门路。肃取金珠玉带列于布前。布惊曰：何为有此？肃令斥退左右，告布曰：此是董公久慕大名，特令某将此奉献。赤兔马亦董公所赠也。布曰：董公如此见爱，某将何以报之？肃曰：如某之不才，尚为虎贲中郎将，功若到彼，贵不可言。布曰：恨无捐哀之功，以为进谏之礼。肃曰：功在翻手之间，功不肯为耳。布审赢良久曰：吾欲杀丁原，引军归董卓，何如？肃曰：贤弟若能如此，真莫大之功也。但事不宜迟，在于速决。布与肃约于明日来将，肃别去。是夜2更时分，布提刀进入丁原帐中。元正秉烛观书，见布至，曰：吾儿来有何事故？布曰：吾堂堂丈夫，安肯为孺子乎？元曰：奉先何故心变？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级，大呼：左右！丁原不仁，吾以杀之。肯从吾者在此，不从者自去。军士散其大半。次日，布持丁原首级，往见李肃。肃遂引布见卓，卓大喜，置酒相待。卓先下拜曰：卓今的将军，如汉苗之的甘雨也。布纳卓坐而拜之曰：公若不弃，故请拜为义父。卓以金甲锦袍赐布，畅饮而散。卓自是威势越大，自领前将军事，封弟董明为左将军护侯，封吕布为齐都尉中郎将都亭侯。李儒劝卓早定废立之计，卓乃于省中设宴，汇集公卿，令吕布将甲士千余，侍卫左右。是日，太传员围于百官街道。酒行数巡，卓拔谏曰：今上暗弱，不可以奉宗庙，吾将一一饮，霍光故事，废帝为弘农王，立陈留王皇帝。有不从者斩。群臣惶不莫敢对。中军校尉袁绍挺身出曰：今上即位未几，并无失得汝欲废嫡立庶，非反而何？
卓怒曰：天下事在我，我今为之，谁敢不从？汝视我之剑不利否？袁绍一拔剑曰：汝剑利，吾剑未尝不利。两个在言上对敌。正是丁原仗义身先丧，袁绍争锋势又为。毕竟袁绍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第4回，废汉帝陈留为皇，谋董贼孟的献刀。且说董卓欲杀袁绍，李儒止之曰：是未可定，不可妄杀。袁绍手提宝剑，辞别百官而出，旋节东门，奔益州去了。卓谓太传袁伟曰：汝直无礼，吾看汝面，孤恕之。费力之事若何？伟曰：太尉所见是也。卓曰：敢有祖大义者，以军法从事。群臣震恐，皆云一听遵命。宴罢，卓问侍中周弼、骁伟武穷曰：袁绍此去若何？周弼曰：袁绍愤愤而去，若构之急，势必为变。且袁氏庶恩四世，门生故吏，便于天下。倘收豪杰以聚喜众，英雄因之而起，山东非公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为一郡守，则少喜于免罪，必无患矣。武穷曰：袁绍好谋无断，不足为虑，诚不若加之一郡守，以收民心。卓从之，即日差人拜绍为渤海太守。9月朔，请帝升嘉德殿，大会文武。卓拔剑在手，对众曰：天子暗弱，不足以君天下。今有策文一道，宜为宣读。乃令李儒读策曰：孝陵皇帝早弃臣民，皇帝海内仰望。而帝天资轻佻，威仪不克，居丧慢惰，否得记章，有舔大位。皇太后教五母仪统政慌乱，永乐太后暴崩，众论祸焉。三纲之道，天地之纪，无乃有缺。陈留王协，圣德伟貌，规矩肃然，居丧哀戚，言不以邪，修生美育。天下所闻，宜承弘业为万世统。自废皇帝为弘农王，皇太后海政。请奉陈留王为皇帝，应天顺人，以为生灵之望。李儒读策毕，着斥左右伏地下殿，解其喜寿，北面长跪，称臣听命。又呼太后去扶后敕，帝后皆嚎哭，群臣无不悲惨。阶下一大臣愤怒高叫曰：贼臣董卓敢为欺天之谋，吾当以锦血见之。挥手中向简，直击董卓。卓大怒，喝武士拿下，乃尚书丁管也。卓命牵出斩也。管骂不绝口，至死神色不变。后人有诗叹曰：董贼前怀废立图，汉家宗社委丘墟。满朝臣宰皆囊瓜，唯有丁公是丈夫。卓请陈留王登殿，群臣朝贺毕，卓命符和太后并弘农王及帝妃唐氏于永安宫闲住，封锁宫门，禁群臣无得擅入。可怜少帝4月登基，至9月即被废。卓所立陈留王协，表字伯和，灵帝中子，即献帝也，时年9岁。改元初平。董卓为相国，赞拜不明，入朝不趋，见履上殿，微服莫比。李儒劝卓用名流，以收人望，因见蔡邕之才。卓命征之，邕不赴。卓怒，使人谓邕曰：如不来，当灭汝族。邕惧，只得应命而至。卓见邕大喜，1月3000骑官，拜为侍中，甚见亲厚。却说少帝与何太后、唐妃困于永安宫中，衣服饮食渐渐欠缺，少帝泪不曾干。一日偶见双燕飞于庭中，遂吟诗一首。诗曰：嫩草绿泥烟，袅袅双飞燕。落水一条青，陌上人称羡。远望碧云深，是无旧宫殿。何人帐中意，谢我心中愿。董卓时常使人探听，是日获得此诗，来呈董卓。卓曰：愿望作诗，杀之有名矣。遂命李儒带武士10人入宫视帝。帝与后妃正在楼上，宫女报李儒至，帝大惊。儒以鸩酒奉帝，帝问何故？儒曰：春日融合，董相国特上寿酒。太后曰：既云寿酒，汝可先饮。儒怒曰：汝不饮耶？忽左右持短刀白练于前曰：寿酒不饮，可领此2物。唐妃跪告曰：妾身代帝饮酒，愿公存母子性命。
如斥曰：汝何人？可待王死？乃举酒与何太后曰：汝可先饮。后大骂何进无谋，引贼入京，致有今日之祸。如催逼帝，帝曰：容我与太后作别。乃大通而作歌，其歌曰：天地一夕日月翻，7万乘夕退守烦。唯惧逼兮命不久，大势去兮空泪山。唐飞亦作歌曰：黄天将崩兮，后土颓身为地基兮，恨不随。生死亦路兮，从此别奈何穷诉兮，心中悲。歌罢，相抱而哭。李儒斥曰：相国立等回报，汝等恶言，望谁救耶？太后大骂：董贼逼我母子，皇天不佑。汝等助恶，必当灭族。如大怒，双手扯住太后，直蹿下楼，斥武士绞死唐飞，以鸩酒灌杀少帝，还报董卓。卓命葬于城外。自此每夜入宫，奸淫宫女，夜宿龙床。常引军出城，行到阳城地方，时当2月，村民设赛，男女皆集。卓命军士围住，尽皆杀之，掠妇女财物，装载车上，悬头千余颗于车下，连整骸兜，扬言杀贼大胜而回，于城门下焚烧人头，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。越其骁为五服，自得于见卓残暴，愤恨不平。常于朝服内披小铠，藏短刀，欲四便杀卓。一日，卓入朝，伏迎至阁下，拔刀直刺卓。卓气力大，两手扣住，吕布便入，揪倒五服。卓问曰：谁叫汝反？伏瞪目大喝曰：汝非吾君，吾非汝臣，何反之有？汝罪恶盈天，人人怨得而诛之。吾恨不车裂汝以谢天下。卓大怒，命牵出剖剐之。伏至死骂不绝口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汉末忠臣说五服，冲天豪气世间无。朝堂杀贼名犹在，万古堪称大丈夫。董卓自此出入常带甲士护卫。时袁绍在渤海，闻知董卓弄权，乃差人赍秘书来见王允。书略曰：卓贼欺天废主，人不忍言，而公自其跋扈，如不听闻，岂报国效忠之臣哉？绍今集兵练卒，欲扫清王室，未敢轻动。公若有心，当惩奸图之；若有驱使，即当奉命。王允的书，寻思无忌。一日，于是班阁子内见旧臣俱在，允曰：今日老夫见将，晚间赶驱众未到，舍小酌。众官皆曰：必来祝寿。当晚，王允设宴后堂，公卿皆至。酒行数巡，王允忽然掩面大哭。众官惊问曰：司徒贵诞，何故发悲？允曰：今日并非见将，因欲与众谓一叙，恐董卓见疑，故拖延耳。董卓欺主弄权，社稷旦夕难保。想高皇诛秦灭楚，焉有天下？谁想传至今日，乃丧于董卓之手，此无所以哭也。于是众官皆哭。座中一人抚掌大笑曰：满朝公卿，夜哭到明，明哭到夜，还能哭死董卓否？允视之，乃骁骑校尉曹操也。允怒曰：汝祖宗一时入汉朝，今不思报国而反效耶？操曰：吾非效别事，效众为无一计杀董卓耳。操虽不才，愿即断董卓头，悬之都门，以谢天下。允避席问曰：孟德有何高见？操曰：近日操屈身以示卓者，实欲成奸图之耳。今卓颇信操，操应得时敬卓。闻司徒有七星宝刀一口，愿借与操入相府刺杀之，虽死不恨。允曰：孟德国有世心，天下幸甚。遂亲自酌酒奉操。操立酒设事，允随取宝刀与之。操藏刀，饮酒毕，即起身辞别众官而去。众官又坐了一回，亦俱散气。次日，曹操配着宝刀来至相府，问丞相何在。从人云：在小阁中。操进入，见董卓坐于床上，吕布侍立于侧。卓曰：孟德来何迟？操曰：马营行迟耳。卓故谓布曰：吾有西凉近来好马，奉先可亲去捡衣计赐与孟德。布领令而去。操暗忖曰：此贼何死？即欲拔刀刺之。
据着力大，未敢轻动。着胖大不耐久坐，遂倒身而卧，转面向内。操又思曰：此贼当休矣。即撤宝刀在手，下待要刺，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，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，即回身问曰：梦得何为？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，操惶惧，乃持刀跪下曰：操有宝刀一口，献上恩相。卓皆视之，见其刀长尺余，七宝嵌饰，及其锋利，国宝刀也，遂递与吕布收了。操解鞘腹部，卓引操出阁看马。操谢曰：借愿是一计。卓就教与安沛。操牵马出相府，加鞭望东南而去。布对卓曰：是来曹操似有行刺之状，即被喝破，故推献刀。卓曰：无益疑之。正说话间，市里如至，卓以其事告之。如曰：操无妻小在京，只独居寓所。今差人往召，如彼无疑而便来，则是献刀；如推脱不来，则必是行刺，便可擒而问也。卓然其说，即差狱卒4人往唤操。去了良久，回报曰：操不曾回狱，乘马飞出东门。门吏问之，操曰：丞相差我有紧急公事，纵马而去矣。如曰：操贼心逃窜，行刺无疑矣。卓大怒曰：我如此重用，反欲害我。如曰：此必有同谋者，待拿住曹操便可知矣。卓遂令变行文书，画影图形，捉拿曹操。擒献者赏1000金，封万户侯，窝藏者同罪。且说曹操逃出城外，飞奔谯郡，路经中牟县，为守关军士所获，擒见县令。操言：我是客商，复姓黄甫。县令熟视曹操，沉吟半晌，乃曰：吾前在洛阳求官时，曾认得汝是曹操，如何隐晦？且把来监下，明日解去京师请赏。把关军士赐以酒食而去。至夜分，县令唤亲随人暗地取出曹操，直至后院中审究，问曰：我闻丞相待汝不薄，何故自取其祸？操曰：燕雀安知鸿鹄之哉？汝既拿住我，便当解去请赏。县令屏退左右，谓操曰：汝休小觑我，我非俗吏，奈为欲其主耳。操曰：吾祖宗世时汉禄，若不思报国，与禽兽何异？吾屈身是浊者，欲惩奸图之，为国除害耳。今事不成，乃天意也。县令曰：弄得此行，将欲何往？操曰：吾将归乡里，发矫诏，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，吾之愿也。县令闻言，乃亲视其服，服之上座，再拜曰：公真天下忠义之士也。曹操一拜，问县令姓名。县令曰：吾姓陈，名公，字公台。老母妻子皆在东郡，今感公忠义，愿弃一官，从公而逃。操甚喜。是夜陈公收拾盘费，与曹操更衣一服，各备剑一口，乘马投故乡来。行了3日，至城高地方，天色向晚。操以鞭指林深处，谓公曰：此间有一人姓吕，名伯奢，是吾父结义弟兄，就往问家中消息，觅一宿，如何？公曰：最好。2人至庄前下马，入见伯奢。奢曰：我闻朝廷变行文书，捉汝甚急，汝父已避陈留去了。汝如何得至此？操告以前事，曰：若非陈县令，已粉骨碎身矣。伯奢拜陈公曰：小侄若非使君，曹氏灭门矣。使君宽怀安坐，今晚便可下榻曹舍。说罢，即起身入内。良久乃出，谓陈公曰：老夫家无好酒，容往西村孤一樽来相待。言讫，匆匆上驴而去。操与公作酒，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。操曰：吕伯奢非吾至亲，此去可疑，当切听之。2人前步入草堂后，但闻人语曰：伏而杀之，何如？操曰：是矣。今若不先下手，必遭擒获。遂与公拔剑直入，不问男女，皆杀之，一连杀死8口。搜至厨下，却见服一株玉杀。公曰：孟得心多，误杀好人矣。即出庄上马而行。行不到2里，只见伯奢驴鞍前悬酒2瓶，
守西果菜而来，叫曰：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？操曰：被罪之人不敢久住。伯奢曰：吾已吩咐家人宰一株相款，贤侄使君何增一粟？速请转骑。操不顾，策马便行。行不数步，忽拔剑复回，叫伯奢曰：此来者何人？伯奢回头看时，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。公大惊曰：是财物耳，今何为也？操曰：伯奢到家，见杀死多人，安肯干休？若虑众来追，必遭其祸矣。公曰：知而不杀，大不义也。操曰：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陈公默然。当夜行数里，月明中敲开客店门投宿。喂饱了马，曹操先睡。陈公寻思：我将谓曹操是好人，弃官跟他，原来是个狠心之徒。今日留之，必为后患，便欲拔剑来杀曹操。正是射心狠毒非良士，操着原来一路人。毕竟曹操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第5回，发矫诏朱正应曹公，后官兵3应战吕布。却说陈宫正欲下手杀曹操，忽转念曰：我为国家跟他到此，杀之不义，不若弃而他往。插剑上马，不等天明，自投东郡去了。操觉不见陈宫，寻思此人见我说了这2句，以我不仁，弃我而去，吾当即行，不可久留。遂连夜到陈留，寻见父亲，备说前事，欲散家资，招募义兵。父言：资少恐不成事。此间有孝廉魏宏，疏财仗义，其家巨富，若得相助，是可图矣。操置酒张言，拜请魏宏到家，告曰：今汉室无主，董卓专权，欺君害民，天下切齿。操欲立服社稷，恨力不足。公乃忠义之士，敢求相助。魏宏曰：吾有事心久矣，恨未遇英雄耳。既梦得有大志，愿将家资相助。操大喜，于是先发矫诏，持报各道，然后召集义兵，竖起招兵白旗一面，上书忠义2字。不数日间，应募之事如雨骈集。一日，有一个阳平魏国人，姓乐，名进，字文谦，来投曹操。又有一个山阳巨鹿人，姓李，名典，字曼成，也来投曹操。操见人为帐前立。又有沛国谯人，夏侯惇，字元让，乃夏侯婴之后，自小习枪棒，年14从师学武。有人辱骂其师，惇杀之，逃于外方。闻知曹操起兵，与其族弟夏侯渊2个各引壮士1000人来会。此2人本操之弟兄，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，过访与曹家，因此是同族。不数日，曹氏兄弟曹仁、曹洪各引兵1000余来助。曹仁字子孝，曹洪字子廉，2人兵马娴熟，武艺精通。操大喜，于村中调见军马。魏宏进出家财，置办衣甲旗幡，四方送粮者不计其数。时袁绍的操矫诏，乃据麾下文武，引兵3万，离渤海来与曹操会盟。操作檄文以达诸郡。檄文曰：操等仅以大义布告天下，董卓欺天罔地，灭国弑君，秽乱宫禁，残害生灵，狼戾不仁，罪恶冲击。今奉天子密诏，大集义兵，誓欲扫清华夏，剿戮群凶。望兴义师，贡献公愤，扶持王室，拯救黎民。檄文到日，可速奉行。操发檄文去后，各镇诸侯皆起兵相应。第1镇，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；第2镇，冀州刺史韩馥；第3州镇，豫州刺史孔；第4镇，兖州刺史刘岱；第5镇，河内郡太守王匡；第6镇，陈留太守张邈；第7镇，东郡太守乔瑁；第8镇，山阳太守刘仪；第9镇，冀北乡鲍信；第10镇，北海太守孔融；第11镇，广陵太守张超；第12镇，徐州刺史陶谦；第13镇，西凉太守马腾；第14镇，北平太守公孙瓒；第15镇，上党太守张扬；第16镇，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；第17镇，齐襄侯渤海太守袁绍；
诸路军马少不等，亦有3万者，有1、2万者亦各领文官武将，投洛阳来。且说北平太守公孙瓒统领精兵15000，路经德州平原县。正行之间，遥见桑树丛中一面黄旗，竖旗来迎。瓒视之，乃刘玄德也。瓒问曰：“贤弟何故在此？”玄德曰：“旧日蒙兄宝贝为平原县令，今闻大军过此，特来奉候，就请兄长入城歇马。”瓒指关张而问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玄德曰：“此关羽、张飞被结义兄弟也。”瓒曰：“乃同破黄巾者乎？”玄德曰：“皆此2人之力。”瓒曰：“今居何职？”玄德答曰：“关羽为马弓手，张飞为步弓手。”赞叹曰：“如此可谓埋没英雄。今董卓作乱，天下诸侯共往诛之。贤弟可弃此悲观，一同讨贼，立服汉室，若何？”玄德曰：“愿往。”张飞曰：“当时若容我杀了此贼，免有今日之事。”云长曰：“事已至此，即当收拾前去。”玄德、关张引数骑跟公孙瓒来。曹操接着，众诸侯亦陆续接至，各自安营下寨，连接200余里。操乃宰牛杀马，大会诸侯，商议进兵之策。太守王匡曰：“今奉大义，必立盟主，众听约束，然后进兵。”操曰：“原本出4世3公，门多故吏，汉朝民乡之意，可为盟主。”少再三推辞，众皆曰：“非本出不可。”少方应允。次日筑台3层，便列5方旗帜，上见白毛黄钺兵符将印，请少登坛。少整衣佩剑，慨然而上，焚香再拜。其盟曰：“汉室不幸，黄冈失统。贼臣董卓诚信纵害，或加至尊，虐流百姓。少等惧社稷沦丧，纠合义兵，并赴国难。凡我同盟，齐心戮力，以至臣节，必无二致。有于此盟，必坠其命，无可一遇。皇天厚土，祖宗明灵，时皆见之。”独毕，歃血。众因其辞气慷慨，皆涕泗横流。歃血已罢，下坛。众扶少升帐而坐，两行一爵位年齿分列坐定。操庆酒数巡，言曰：“今日既立盟主，各听调遣，同服国家，勿以强弱计较。”袁绍曰：“少虽不才，既成功等推为盟主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。国有常刑，君有纪律，各宜遵守，勿得违犯。”众皆曰：“唯命是听。”绍曰：“吾弟袁术总督粮草，应付诸营，无时有缺。更需一人为先锋，直抵泗水关挑战。于各据险要，以为接应。”长沙太守孙坚出曰：“坚愿为前部。”绍曰：“文台勇烈，可当此任。”坚遂引本部人马杀奔泗水关来。守关将士插流星马往洛阳丞相府告急。董卓自专大权之后，每日饮宴。李儒接得告急文书，进来禀卓。卓大惊，即聚众将商议。温侯吕布挺身出曰：“父亲勿虑，关外诸侯不识之如草芥，愿提虎狼之师，尽斩其首，悬于兜门。”卓大喜曰：“吾有奉先，高枕无忧矣。”言未绝，吕布背后一人高声出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，不劳温侯亲往。吾斩众诸侯首级，如探囊取物耳。”卓视之，其人身长9尺，虎体狼腰，豹头猿臂，关西人也，姓华，名雄。卓闻言大喜，加为骁骑校尉，拨马步军5万，同李肃、胡轸、赵岑星夜赴关迎敌。众诸侯内有蓟北乡报信，寻思孙坚既为前部，怕他夺了头功，按拨其地报中，先将马步军3000，尽抄小路，直到关下莫战。华雄引铁骑500，飞下关来，大喝贼将休走。报中即待退，被华雄手起刀落，斩于马下，生擒将校极多。华雄遣人将报中首级来相府报捷，卓加雄为都督。却说孙坚引4将直至关前，
骂四江第一个，又北平土营人，姓程，名溥，字德谋，使一条铁棘蛇矛。第二个，姓黄，名盖，字公父，零陵人也，使铁鞭。第三个，姓韩，名当，字义公，辽西令之人也，使一口大刀。第四个，姓祖，名茂，字大荣，吴郡富春人也，使双刀。孙坚披烂银铠，李赤则横骨定刀，骑花鬃马，指关上而骂曰：“助恶匹夫，何不早降？”华雄副将胡轸引兵5000出关迎战，程普飞马挺矛，直取胡轸。斗不数合，程普刺中胡轸咽喉，死于马下。坚挥军直杀至关前，关上矢石如雨。孙坚引兵回至梁东屯驻，使人于袁绍处报捷，就于袁术处崔良。或说述曰：“孙坚乃江东猛虎，若打破洛阳，杀了董卓，正是除狼儿的虎也。今不与粮，彼军必散。术听之，不发粮草。孙坚军缺食，军中自乱，细作报上关来。”李肃为华雄谋曰：“今夜我引一军从小路下关，袭孙坚寨后，将军挥其前寨，坚可擒矣。”雄从之，传令军士饱餐，乘夜下关。是夜月白风清，到坚寨时，已是半夜，鼓噪直进。坚慌忙披挂上马，正遇华雄，两马相交，斗不数合。后面李肃军到，令军士放起火来。坚军乱窜，众将各自混战，只有祖茂跟定孙坚，突围而走。背后华雄追来，坚取剑，连放2箭，皆被华雄躲过。再放第3箭时，因用力太猛，拽折了阙化弓，只得弃弓纵马而奔。祖茂曰：“主公头上赤则射目，为贼所是任，可脱则与某代之。”坚就脱则换帽盔，分2路而走。雄军指望赤泽者追赶，坚乃从小路的脱。祖茂被华雄追击，将赤泽挂于人家烧不尽的亭柱上，却入树林前躲。华雄军于下遥越见赤泽，四面围定，不敢近前。用箭射之，方知是计，遂向前取了赤泽。祖茂于林后杀出，挥双刀欲劈华雄，雄大喝一声，将祖茂一刀砍于马下。杀至天明，雄方引兵上关。程普、黄盖、韩当都来寻见孙坚，在收拾军马屯扎。坚围折了祖茂，伤感不已，星夜遣人报之袁绍。绍大惊曰：“不想孙文台败于华雄之手。”便聚众诸侯商议。众人都到，只有公孙瓒后至，绍请入帐列坐。绍曰：“前日报将军之弟不遵条遣，擅自进兵，杀身丧命，折了许多军士。今者孙文台又败于华雄，错动锐气，为之奈何？”诸侯并皆不语。绍举目便是，见公孙瓒背后立着3人，容貌异常，都在哪里冷笑。绍问曰：“公孙太守背后何人？”瓒忽旋得出曰：“此吾自幼同舍兄弟，平原令刘备是也。”曹操曰：“莫非破黄巾刘玄德乎？”瓒曰：“然。”即令刘玄德拜见。瓒将玄德功劳并其出身细说一遍。绍曰：“既是汉室宗派，取坐来。”命坐。备训谢。绍曰：“吾非晋汝名爵，吾晋汝是帝室之胄耳。”玄德乃坐于末位，关张插手侍立于后。忽探子来报，华雄引铁骑下关，用长杆挑着孙太守赤泽来寨前大骂莫战。绍曰：“谁敢去战？”袁术背后转出骁将于射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绍喜，便着于射出马。及时报来，于射与华雄战不3合，被华雄斩了。众大惊。太守韩馥曰：“吾有上将潘凤，可斩华雄。”绍即令出战。潘凤手提大斧上马，去不多时，飞马来报，潘凤又被华雄斩了。众皆失色。绍曰：“可惜吾上将颜良，文丑未至，得一人在此，何惧华雄？”言未毕，阶下一人大呼出曰：“小将军愿往斩华雄头，献于帐下。”众视之，见其人身长9尺，然长2尺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面如重枣，声如巨钟，立于帐前。绍问何人，
公孙瓒曰：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。少问荐居何职？赞曰：跟随刘玄德冲马弓手。帐上袁术大喝曰：汝欺无众诸侯无大将耶？亮亦弓手，安敢乱言？与我打出！曹操即止之曰：公怒息怒，此人既出大言，必有勇略，是教出马。如其不生，则之未迟。袁绍曰：使一弓手出战，必被华雄所笑。操曰：此人仪表不俗，华雄安知他是弓手？关公曰：如不生，请斩某头。操教师热酒一杯，与关公饮了上马。关公曰：酒且斟下，某去便来。出帐提刀，飞身上马。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震，喊声大举，如天摧地塌，越撼山崩，众皆失惊。正欲探听，栾铃响处，马到中军，云长提华雄之头，执于地上，其酒当温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威震乾坤第一功，辕门画鼓响咚咚。云长亭展示英勇，酒当温时斩华雄。曹操大喜，只见玄德背后转出张飞，高声大叫：俺哥哥斩了华雄，不就这里杀入关去，活拿董卓，更待何时？袁术大怒，喝曰：俺大臣上自谦让，亮一县令手下小卒，安敢在此耀武扬威？都与赶出帐去。曹操曰：得功者赏，何计贵贱乎？袁术曰：既然公等只重一县令，我当告退。操曰：岂可因一言而误大事耶？命公孙瓒且带玄德关张回寨。众官皆散。曹操暗使人击牛酒抚慰3人。却说华雄手下败军，报上官来。李肃慌忙写告急文书，声闻董卓。卓即据李儒、吕布等商议。儒曰：今失了上将华雄，贼势浩大。袁绍为盟主，少属袁伟，现为太傅，倘或里应外合，身为不便，可先除之。请丞相亲领大军，分拨剿捕。卓然其说，唤李催、郭汜，领兵500，围住太傅袁伟家，不分老幼，尽皆诛绝。先将袁为首级去关前号令。卓遂起兵20万，分为2路而来，一路先令李催、郭汜引兵5万，把住汜水关，不要厮杀。卓自将15万同李儒、吕布、樊稠、张济等守虎牢关。这关离洛阳50里。军马到关，卓令吕布领3万大军去关前扎住大寨。卓自在关上屯驻。刘兴、马探听的报入袁绍大寨里来。绍聚众商议。操曰：董卓屯兵虎牢，结俺诸侯中怒，今可勒兵一半迎敌。绍乃分王匡、乔瑁报信、袁仪、孔融、张扬、陶谦、公孙瓒8路诸侯往虎牢关迎敌。操引军往来救应。8路诸侯各自起兵。河内太守王匡引兵先到，吕布带铁骑3000飞奔来迎。王匡将军马成阵势，勒马门旗下看时，见吕布出阵，头戴3叉束法紫金冠，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，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，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，弓箭随身，手持画戟，坐下司风赤兔马，果然是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王匡回头问曰：谁敢出战？后面一将纵马挺枪而出。方视之，乃河内名将方悦。两马相交，55合被吕布一戟刺于马下，挺戟直冲过来。方军大败，四散奔走，故东西冲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幸得乔瑁、袁仪两军皆至，来救王匡，吕布方退。3路诸侯各折了些人马，退30里下寨。随后5路军马都至，一处商议，言吕布英雄，无人可敌。正虑间，小校报来，吕布诺战。8路诸侯一齐上马，军分8队，布在高冈。遥望吕布一簇军马，秀旗招展，先来冲阵。上党太守张扬部将穆顺出马挺枪迎战，被吕布手起一戟刺于马下，众大惊。北海太守孔融部将武安国使铁锤飞马而出，吕布挥戟拍马来迎。战到10余合，一戟砍断安国手腕，弃垂于地而走。8路军兵齐出，救了武安国。
吕布退回去了。众诸侯回寨商议。曹操曰：吕布英勇无敌，可会18路诸侯共议良策。若擒了吕布，董卓亦诛耳。正义间，吕布复引兵搦战，8路诸侯齐出。公孙瓒挥槊侵占吕布，战不数合，瓒败走。吕布纵赤兔马赶来，那马日行千里，飞走如风。看看赶上，不举画戟望瓒后心便刺。旁边一将，圆睁环眼，倒竖虎须，挺丈8蛇矛，飞马大叫：“3姓家奴休走！燕人张飞在此。”吕布见了，弃了公孙瓒，便战张飞。飞抖擞精神，酣战吕布，连斗50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云长见了，把马一拍，582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。3匹马丁自而厮杀，战到30合，战不倒吕布。刘玄德掣双股剑，奏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。这3个围住吕布，转灯儿般厮杀。8路人马都看得呆了。吕布架个这拦不定，看着玄德面上虚刺一戟，玄德急闪。吕布荡开阵脚，倒脱画戟，飞马便回。 3个哪里肯舍，拍马赶来。8路军兵喊声大震，一齐掩杀。吕布军马往关上奔走，玄德、关张随后赶来。古人曾有篇言语，单道着玄德、关张3战吕布，汉朝天数当还陵，炎炎红日将西倾。奸臣董卓废少帝，刘协懦弱魂梦惊。曹操传檄告天下，诸侯愤怒皆兴兵。屹立袁绍作盟主，誓服王室定太平。温侯吕布势无比，雄才四海夸英伟。护躯银铠气龙鳞，束发金冠簪雉尾。参差宝带受平吞，错落锦袍飞凤起。龙驹跳踏起天风，画戟迎黄射秋水。出关搦战谁敢当？诸侯胆烈心惶惶。涌出燕人张翼德，手持蛇矛丈8枪。虎须倒竖翻金线，环眼圆睁起电光。酣战未能分胜败，阵前恼起关云长。青龙宝刀灿霜雪，鹦鹉战袍飞蛱蝶。马蹄到处鬼神嚎，目前一怒应流血。枭雄玄德掣双锋，抖擞天威施勇烈。 3人围绕战多时，这拦架个无休歇。海声震动天地翻，杀气弥漫牛斗寒。吕布力穷寻走路，遥望山塞拍马骸。倒脱画赶方天戟，乱散销金五彩幡。论断容走赤兔，翻身飞上虎牢关。 3人直赶吕布到关下，看见关上西风飘动青罗伞盖。张飞大叫：“此必董卓！追吕布有甚强处？不如先拿董贼，便是斩草除根。”拍马上关，来擒董卓。正是擒贼定须擒贼手，奇功端地待其人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第6回，焚金阙董卓行凶，逆玉玺孙坚被约。却说张飞拍马赶到关下，关上矢石如雨，不得进而回。8路诸侯同请玄德、关张贺公，使人去袁绍寨中报捷。绍遂移袭孙坚，令其进兵。坚引程普、黄盖至袁术寨中相见。坚以杖画地曰：“董卓与我本无仇隙，今我奋不顾身，亲冒矢石来决死战者，上为国家讨贼，下为将军家门之私，而将军却听谗言，不发粮草至坚败击，将军何安？”术惶恐无言，命斩进谗之人，以谢孙坚。忽人报坚曰：“关上有一将，乘马来寨中，要见将军。”坚辞袁术，归到本寨，唤来问时，乃董卓爱将李傕。坚曰：“汝来何为？”傕曰：“丞相所敬者，为将军耳。今特使傕来结亲，丞相有女，欲配将军之子。”坚大怒，斥曰：“董卓逆天无道，荡覆王室，吾欲夷其九族，以谢天下，安肯与逆贼结亲耶？吾不斩汝，汝当速去，早早献官，饶你性命。倘若迟误，粉骨碎身。”李傕抱头鼠窜，回见董卓，说孙坚如此无礼。卓怒，问李儒，儒曰：“温侯兴败，兵无战心。
吾若引兵回洛阳，迁地于长安，以应童谣。近日皆是童谣曰：西头一个汉，东头一个汉。路走入长安，方可无思难。臣思此言，西头一个汉，乃应高祖望于西都长安，传依12地；东头一个汉，乃应光武望于东都洛阳，今亦传依12地。天运合回，丞相迁回长安，方可无虞。卓大喜曰：非汝言，吾实不误。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，商议迁都。据文武于朝堂，卓曰：汉东都洛阳200余年，气数已衰。吾观望气实在长安，无欲奉驾西幸。汝等各宜促庄。司徒杨彪曰：关中残破岭落，今无故捐宗庙，弃皇陵，恐百姓惊动。天下动之至易，安之至难，望丞相监察。卓怒曰：汝祖国家大计耶？太尉黄婉曰：杨司徒之言是也。王者王莽篡逆，更始赤眉之时，焚烧长安，尽为瓦砾之地，更兼人民流移，百无一二。今弃公事而救荒地，非所宜也。卓曰：关东贼起，天下拨乱，长安有谣，韩之险，更尽陇右，木石砖瓦，克日可办，工事营造，不须月余。汝等在休乱言。司徒苟爽谏曰：丞相若欲迁都，百姓骚动不宁矣。卓大怒曰：吾为天下计，岂袭小民哉？即日罢杨彪、黄婉、荀爽为庶民。卓出上车，只见2人望车而依，视之，乃尚书周弼、城门校尉伍琼也。卓问何事，弼曰：今闻丞相欲迁都长安，故来见耳。卓大怒曰：我使出听2个保用袁绍，今绍已反，是汝等一党。是武士推出东门斩首，遂下令迁都，现来日便行。李儒曰：今钱粮缺少，牧羊富户极多，可即没入关。但是袁绍等门下，杀其宗党而抄其家资，必得巨万。卓即插铁骑5000，便行捉拿洛阳富户，共数千家，插其头上，大书反臣逆党，尽斩于城外，取其金资。李傕、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，前赴长安。每百姓一队，监军一队，互相拖押，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。又纵军士淫人妻女，夺人粮食，啼哭之声震动天地。如有行得迟者，背后3000军催督军守执白刃，于路杀人。卓临行，叫诸门放火，焚烧居民房屋，并放火烧宗庙公府。南北2宫，火焰相接，洛阳宫廷尽无焦土。又差吕布发掘先皇及后妃陵寝，取其金宝。军士乘势掘官民坟冢殆尽。董卓装载金珠缎皮好物数千余车，劫了天子并后妃等，尽往长安去了。却说卓将赵岑见卓已弃洛阳而去，便陷了泗水关。孙坚驱兵先入，玄德关，张杀入虎牢关，诸侯各引军入。且说孙坚飞奔洛阳，遥望火焰冲天，黑烟铺地200-300里，并无鸡犬人烟。坚先发兵救灭了火，令众诸侯各于荒地上屯驻军马。曹操来见袁绍曰：今董贼西去，正可乘势追袭，本除按兵不动，何也？绍曰：诸兵疲困，尽恐无益。操曰：董贼焚烧宫室，劫迁天子，海内震动，不知所归，此天王之时也，一战而天下定矣。诸侯何以而不进？众诸侯皆言不可轻动。操大怒曰：庶子不足与谋。遂自引兵万余，领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、李典、乐进星夜来赶董卓。且说董卓行至荥阳地方，太守徐荣出接。李儒曰：丞相兴弃洛阳，防有追兵，可叫徐荣伏军荥阳城外山坞之旁，若有兵追来，可尽放过，待我这里杀败，然后截住掩杀，令后来者不敢复追。卓从其计，又令吕布引精兵扼后。布正行间，曹操依军赶上，吕布大笑曰：不出李儒所料也。将军马摆开，曹操出马大叫：逆贼！劫迁天子，流徙百姓，将欲何往？吕布骂曰：背主懦夫，何得妄言？夏侯惇挺枪跃马，直取吕布。
战不数和李傕引一军从左边杀来，操急令夏侯渊迎敌。右边喊声又起，郭汜引军杀到，操急令曹仁迎敌。三路军马势不可当，夏侯惇抵敌吕布不住，飞马回阵，不引铁骑掩杀，操军大败，回望荥阳而走。走至一荒山脚下，时约二更，月明如昼，方才聚集残兵，正欲埋锅造饭，只听得四围喊声，徐荣伏兵进出。曹操慌忙策马夺路奔逃，正遇徐荣，转身便走。荣搭上箭，射中操肩膊，操带箭逃命，转过山坡。两个军士伏于草中，见操马来，二枪齐发，操马中枪而倒。操翻身落马，被二卒擒住。只见一将飞马而来，挥刀砍死两个步军，下马救起曹操。操视之，乃曹洪也。操曰：“吾死于此矣，贤弟可速去。”洪曰：“公即上马。”洪愿不行。操曰：“贼兵赶上，汝将奈何？”洪曰：“天下可无洪，不可无公。”操曰：“吾若再生，汝之利也。”操上马，洪脱去衣甲，拖刀跟马而走。约走至4更余，只见前面一条大河阻住去路，后面喊声渐近。操曰：“命已至此，不得复活矣。”洪即扶操下马，脱去袍铠，负操渡水。才过彼岸，追兵已到，隔水放箭。操带水而走，彼及天明，又走30余里，土刚下少些。忽然喊声齐楚，一彪人马赶来，却是徐荣从上流渡河来追。操震慌急问，只见夏侯惇、夏侯渊引10数骑飞至，大喝：“徐荣误伤无主！”徐荣便奔夏侯惇，惇挺枪来迎，交马数合，惇刺徐荣于马下，杀散余兵。随后曹仁、李典、乐进各引兵寻到，见了曹操，忧喜交集，聚集残兵500余人，同回河内，着兵自往长安。却说众诸侯分屯，孙坚救灭宫中余火，屯兵城内，设帐于建章殿基上。兼令军士扫除宫殿瓦砾，凡董卓所掘陵寝，尽皆掩蔽。于太庙基上草创殿屋3间，请众诸侯立列圣神位，载太牢4只。祭毕皆散。兼归寨中，是夜星日交辉，乃按剑录作，仰观天文。见紫薇园中白气漫漫，兼叹曰：“地心不明，贼臣乱国，万民涂炭，京城一空。”言气不觉泪下。傍有军士指曰：“殿南有5色毫光起于井中。”兼唤军士点起火把，下井打捞，捞起一妇人尸首，虽然日久，其尸不烂，供样装束，向下带一锦囊。取开看时，内有朱红小匣，用金锁锁着。起视之，乃一玉玺，方圆4寸，上西5龙交钮，棒缺一角，以黄金镶之，上有篆文8字云：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”兼的玺，乃问程普，普曰：“此传国玺也。此玉是昔日便合于金山之下，见凤凰栖于石上，载而进之楚文王。解之，果的玉。秦26年，令玉公卓为玺，李斯撰此8字于其上。28年，使黄荀受至洞庭湖，风浪大作，周将覆，即投玉玺于湖而止。至36年，使黄荀受至华阴，有人持玺遮道，与从者曰：“持此海祖龙。”言气不见，此玺复归于秦。明年，始黄崩。后来子婴将玉玺献与汉高祖。后值王莽篡逆，孝元皇太后将玺打王荀、苏献，崩其一角，以金镶之。光武的此宝于宜阳，传位至今。晋文时常侍作乱，劫少帝出北邙，回宫失此宝。今天受主公，必有登95之分。此处不可久留，一速回江东，别图大事。兼曰：“汝言正何无益？明日便当托疾辞归。”商议已定，密谕军事务的泄露。谁想数中一军是袁绍乡人，欲驾此为晋升之计，连夜偷出营寨来报袁绍。绍与之赏赐，暗留军中。次日，孙坚来辞袁绍曰：“兼报小疾，欲归长沙，特来别宫。”
少笑曰：吾之功即乃害传国喜耳。兼失色曰：此言何来？少曰：今兴民讨贼，为国除害。玉玺乃朝廷之宝，功绩获得，当对仲流盟主处，后诛了董卓，复归朝廷。今逆之而去，意欲何为？兼曰：玉玺何犹在吾处？少曰：见张殿井中之物何在？兼曰：吾本无知，何强相逼？少曰：作速取出，免自生祸。兼指天为誓曰：吾若果得此宝，私自藏匿，翌日不得善终，死于刀剑之下。众诸侯曰：文台如此说事，想必无知。少唤军士出曰：打捞之时，有此人否？兼大怒，拔所佩之剑，要斩那军士。少一拔剑曰：如斩军士，乃欺我也。少背后颜良、文丑皆拔剑出鞘，兼背后程普、黄盖、韩当亦掣刀在手。众诸侯一齐却拔寨离洛阳而去。少大怒，遂写书一封，差新妇人连夜往荆州，送与刺史刘表，叫救路上截住夺之。次日，人报曹操追董卓，战于荥阳，大败而回。少令人皆至寨中，会众置酒，与操解闷。饮宴间，操叹曰：吾始兴大义，为国除贼。诸公既仗义而来，操之出义，欲反本出颍河内之众，临孟津、酸枣诸军固守成皋，据敖仓、塞焕元、大谷，至其险要，公路虑南阳之军驻丹、西，入武关，以镇三府，皆深沟高垒，勿与战，亦为疑兵，是天下形势，以顺诸逆，可立定也。今迟疑不进，大失天下之望。操切斥之，少等无言可对。继而席散，操见少等各怀一心，料不能成事，自引军投扬州去了。公孙瓒谓玄的官，张曰：袁绍无能为也，久必有变。吾等且归。遂拔寨北行，至平原，令玄的为平原乡，自去守地养军。兖州太守刘岱问东郡太守乔瑁借粮，瑁推辞不与，岱引军屠入瑁营，杀死乔瑁，尽降其众。袁绍见众人各自分散，就领兵拔寨，离洛阳，投关东去了。却说荆州刺史刘表，字景升，山阳高平人也，乃汉室宗亲，又好节纳，与名士7人为友，时号江夏8郡。那7人，一汝南陈祥，字仲林，同郡范滂，字孟伯，鲁国孔玉，字士元，渤海范康，字仲贞，山阳谭夫，字文友，同郡张简，字元节，南阳岑志，字公孝。刘表与此7人为友，有延平人蒯良、蒯越，襄阳人蔡瑁为辅。当时看了袁绍书，遂令蒯越、蔡瑁引兵1万来劫孙坚。监军方到，蒯越将阵摆开，当先出马。孙坚问曰：蒯因渡何故引兵劫无去路？越曰：汝既为汉臣，如何私逆传国之宝？可速留下，放汝归去。坚大怒，命黄盖出战。蔡瑁舞刀来迎，斗到数合，黄盖挥鞭打瑁，正中户心境。瑁拨回马走。孙坚乘势杀过界口。山背后金鼓齐鸣，乃刘表亲自引军来到。孙坚就马上施礼曰：景升何故信袁绍之书，相逼临郡？表曰：汝逆传国玺，将欲反耶？坚曰：吾若有此物，死于刀剑之下。表曰：汝若要我听信，将随军行礼，任我搜看。坚怒曰：汝有何力，敢小觑我？方欲交兵，刘表便退。坚纵马赶去，两山后伏兵齐起，背后蒯越、蔡瑁赶来，将孙坚困在该心。正是玉玺得来无用处，反因此宝动刀兵。毕竟孙坚怎得脱身？且听下文分解。第7回，袁绍盘合战公孙，孙坚跨江击刘表。却说孙坚被刘表围住，亏得程普、黄盖、韩当3将死救得脱，折兵大半，夺路引兵回江东。自此孙坚与刘表结怨。且说袁绍屯兵河内，缺少粮草，冀州牧韩馥遣人送粮以资军用。谋士冯骥说绍曰：大丈夫纵横天下，何待人送粮为食？冀州乃钱粮广盛之地，将军何不取之？
少曰：未有良策。季曰：可按使人持书与公孙瓒，令进兵取冀州，曰以夹攻，暂必兴兵。韩馥无谋之辈，必请将军领州事，就中取士，唾手可得。少大喜，即发书到瓒处。瓒的书见说共攻冀州，平分其地，大喜，即日兴兵。少却使人密报韩馥，馥慌惧群臣、兴平二谋士商议。臣曰：公孙瓒将晏，待之众，长驱而来，其锋不可当。兼有刘备、关张助之，难以抵敌。今原本出智勇过人，手下名将极广，将军可请彼同治州事，彼必后代将军，无患公孙瓒矣。韩馥即差别驾关纯去请袁绍。常使耿武谏曰：袁绍孤克穷军，扬我鼻息，譬如婴儿在鼓掌之上，绝其乳哺，立可饿死。奈何欲以州事委之？此引虎入羊群也。馥曰：吾乃袁氏之故吏，才能又不如本初。古者则贤者而让之，诸君何嫉妒耶？耿武叹曰：冀州休矣。于是弃职而去者30余人。独耿武与关纯伏于城外，以待袁绍。数日后，绍引兵至，耿武、关纯拔刀而出，欲刺杀绍。绍将颜良力斩耿武，文丑砍死关纯。绍入冀州，以馥为奋威将军，以田丰、沮授、许攸、冯骥分掌州事，尽夺韩馥之权。馥懊悔无及，遂弃下家小，匹马往投陈留太守张邈去了。却说公孙瓒知袁绍几据冀州，遣弟公孙越来见绍，欲分其地。绍曰：可请汝兄自来，吾有商议。越辞归，行不到50里，道旁闪出一彪军马，口称：我乃董丞相家将也。乱箭射死公孙越。从人逃回见公孙瓒，报越已死。瓒大怒曰：袁绍诱我起兵攻韩馥，他却就离取士，今又诈董卓兵射死吴地，此冤如何不报？尽其本部兵，杀奔冀州来。绍知瓒兵至，亦领军出。二军会于盘河之上，绍军于盘河桥东，瓒军于桥西。瓒立马桥上，大呼曰：备义之徒，何敢卖我？绍亦策马至桥边，指瓒曰：韩馥无才，愿让冀州于吾，与尔何干？瓒曰：昔日以汝为忠义，推为盟主，今之所为，真狼心狗行之徒，有何面目立于世间？袁绍大怒曰：谁可擒之？言未毕，文丑策马挺枪，直杀上桥。公孙瓒就桥边与文丑交锋，战不到10余合，瓒抵挡不住，败阵而走。文丑乘势追赶，瓒走入阵中，文丑飞马进入中军，往来冲突。瓒手下健将4员，一齐迎战，被文丑一枪刺一将下马，3将俱走。文丑只赶公孙瓒出阵后，瓒望山谷而逃。文丑奏马厉声大叫，快下马受降。瓒弓箭尽落，头盔堕地，披发纵马奔转山坡，骑马前失，瓒翻身落于坡下。文丑即捻枪来刺，忽见草坡左侧转出一个少年将军，飞马挺枪，直取文丑。公孙瓒爬上坡去，看那少年，生得身长8尺，浓眉大眼，阔面重仪，威风凛凛，与文丑大战5、60合，胜负未分。瓒部下救军到，文丑拨马回去了。那少年也不追赶。瓒忙下土坡，问那少年姓名。那少年欠身答曰：某乃常山真定人也，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本袁绍辖下之人。因见绍无忠君救民之心，故特弃彼而投麾下步骑于此处相见。瓒大喜，遂同归寨，整顿甲兵。次日，瓒将军马分作左右2队，势如羽翼。马5000余匹，大半皆是白马。因公孙瓒曾与羌人战，竞选白马为先锋，号为白马将军。羌人但见白马便走，因此白马极多。袁绍令颜良、文丑为先锋，各引弓弩手1000，亦分作左右2队，令在左者射公孙瓒右军，在右者射公孙瓒左军。再令瞿毅引800弓手，步兵15000，列于阵中。
袁绍自引马步军数万于后接应。公孙瓒出的赵云不知心腹，令其另领一军在后，遣大将严刚为先锋，瓒自领中军，立马桥上，棒束大红圈金线率自骑于马前，从辰时擂鼓直至巳时，少军不进。徐毅令弓手皆伏于遮箭下，只听炮响发箭。严刚鼓噪呐喊，直取渠邑，一军见严刚兵来，都伏而不动，直到来得至近，一声炮响，800弓弩手一齐俱发。刚急得回，被渠邑拍马舞刀斩于马下，瓒军大败。左右两军欲来救应，背颜良、文丑引弓弩手射住。少军并进，直杀到界桥边渠邑马道，先斩直其将，把秀旗砍倒。公孙瓒见砍倒秀旗，回马下桥而走。渠邑引军直冲到后军，正撞着赵云，挺枪跃马直取渠邑。战不数合，一枪刺渠邑于马下。赵云依计马飞入少军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公孙瓒引军杀回，少军大败。却说袁绍先使探马看时，回报渠邑斩将千骑，追赶败兵，因此不做准备，与田丰引着帐下持戟军士数百人，弓箭手数10骑，乘马出关，呵呵大笑曰：公孙瓒无能之辈。正说之间，忽见赵云冲到面前，弓箭手急待射时，云连刺数人，众军皆走。后面瓒军团团围裹上来。田丰慌对绍曰：主公且于空墙中躲避。绍以兜谋扑地，大呼曰：大丈夫愿临阵斗死，岂可入墙而忘活乎？众军士齐心死战，赵云冲突不入，绍兵大队掩至，颜良亦引军来到，两路并杀。赵云保公孙瓒杀透重围，回到界桥。绍驱兵大进，复赶过桥，落水死者不计其数。袁绍当先赶来，不到5里，只听得山背后喊声大起，闪出一彪人马，为首3员大将，乃是刘玄德、关云长、张翼德。因在平原探知公孙瓒与袁绍相争，特来助战。当下3匹马、3班兵器，飞奔前来，直取袁绍。绍惊得魂飞天外，手中宝刀坠于马下，忙拨马而逃，众人死救过桥。公孙瓒亦收军归寨。玄德、关张洞问毕，瓒曰：若非玄德远来救我，几乎狼狈。教与赵云相见，玄德甚相敬爱，便有不舍之心。却说袁绍输了一阵，坚守不出，两军相距月余，有人来长安报之董卓。李儒对卓曰：袁绍与公孙瓒亦当今豪杰，现在盘河厮杀，一驾天子之诏，差人往和解之。二人赶得必顺太师矣。卓大喜，次日便使太傅马日低、太仆赵齐击赵前去。二人来至河北，绍出营于100里之外，再拜奉诏。次日二人至瓒营宣谕，瓒乃遣使致书于绍，互相讲和，二人自回京复命。瓒即日班师，又表见刘玄德为平原乡。玄德与赵云分别，执手垂泪，不忍相离。云叹曰：某日误认公孙瓒为英雄，今观所为，亦袁绍等辈耳。玄德曰：公且屈身视之，相见有日。洒泪而别。却说袁术在南阳，闻袁绍新的冀州，遣使来求马1000匹。绍不与，术怒，自此兄弟不睦。又遣使往荆州，问刘表借粮20万，表亦不与。术恨之，密遣人遗书于孙坚，使伐刘表。其书略曰：前者刘表节路，乃吾兄本初之谋也。今本初又与表私议欲袭江东，公可速兴兵伐刘表，吾为攻取本初，二仇可报。攻取荆州，吾取冀州，切勿误也。坚的书曰：颇耐刘表，昔日断无归路，今不成时报恨，更待何时？据帐下程普、黄盖、韩当等商议。程普曰：袁术多诈，未可准信。坚曰：吾自欲报仇，岂望袁术之助乎？便差黄盖先来江边，安排战船，多装军器粮草，大船装载战马，克日兴师。
江中细作探知来报刘表。表大惊，即聚文武将士商议。蒯良曰：不必忧虑，可令黄祖不领江夏之兵为前驱，主攻虑荆襄之众为援。孙坚跨江涉湖而来，安能用武乎？表然之，令黄祖设备，随后便起大军。却说孙坚有4子，皆无夫人所生。长子名策，字伯符；次子名权，字仲谋；三子名义，字叔弼；四子名匡，字季佐。无夫人之妹，即为孙坚次妻，一生一子一女，子名朗，字早安，女名仁。坚又过房于氏一子，名韶，字公礼。坚有一弟，名敬，字幼台。坚临行，竟引诸子列拜于马前而谏曰：今董卓专权，天子懦弱，海内大乱，各霸一方，将东方稍宁，以一小恨而起重兵，非所宜也，愿兄降之。坚曰：地务多言，吾将纵横天下，有仇岂可不报？长子孙策曰：如父亲必欲往，而愿随行。坚许之，遂与策登舟，杀奔樊城。黄祖伏弓弩守于江边，见船傍岸，乱箭俱发。坚令诸军不可轻动，只伏于船中来往诱之，一连3日，船数十次傍岸。黄祖军只顾放箭，箭已放尽，坚却拔船上所得之箭，约10数万。当日正值顺风，坚令军士一齐放箭，岸上支无不住，只得退走。坚军登岸，程普、黄盖分兵2路，直取黄祖营寨。背后韩当驱兵大进，三面夹攻，黄祖大败，弃却樊城，退入邓城。坚令黄盖守住船只，亲自统兵追袭。黄祖引军出营，布阵于野。坚列成阵势，出马于门旗之下。孙策也全副披挂，挺枪立马于腹侧。黄祖引2将出马，一个是江夏张虎，一个是襄阳陈生。黄祖扬鞭大骂江东鼠贼，安敢侵犯汉室宗亲境界，便令张虎诺战。坚阵内韩当出营，两骑相交，战30余合。陈生见张虎力却，飞马来助。孙策望见，按住手中枪，扯弓搭箭，正射中陈生面门，应弦落马。张虎见陈生坠地，吃了一惊，措手不及，被韩当一刀削去半个脑袋。程普纵马直来阵前捉黄祖，黄祖弃却头盔，战马砸于步军内逃命。孙坚掩杀败军，直到汉水，命黄盖将船只进驳汉江。黄祖拒败军，来见刘表，被言坚事不可当。表慌请蒯良商议，良曰：目今兴败，兵无战心，只可深沟高垒，以避其锋，却前令人求救于袁绍，此为自可解也。蔡瑁曰：子柔之言，执着计也。兵临城下，将至河边，岂可束手待毙？某虽不才，愿请军出城，以决一战。刘表许之。蔡瑁引军万余出襄阳城外，于岘山布阵。孙坚将得胜之兵，长驱大进。蔡瑁出马，坚曰：此人是刘表后妻之兄也，谁与无情之？程普挺铁骑矛出马，与蔡瑁交战，不到数合，蔡瑁败走。坚驱大军，杀得尸横遍野。蔡瑁逃入襄阳。蒯良言茂不听良策，以致大败，按军法当斩。刘表以心取其妹，不肯加刑。却说孙坚分兵4面，围住襄阳攻打。忽一日，狂风骤起，江中军帅自旗杆吹折。韩当曰：此非吉兆，可战班师。坚曰：吾屡战屡胜，取襄阳只在旦夕，岂可因风折旗杆，拒而罢兵？遂不听韩当之言，攻城欲急。蒯良谓刘表曰：某夜观天象，见一将星欲坠，以分野度之，当应在孙坚。主公可速致书袁绍，求其相助。刘表写书，问谁敢突围而出。见将吕公，应声愿往。蒯良曰：汝既敢去，可听吾计，与汝军马500多，待能射者冲出阵去，急奔岘山。他必引军来赶，汝分100人上山，寻石子准备，100人执弓弩伏于林中。
但有追兵到时，不可径走，可盘旋曲折，引到埋伏之处，矢石俱发。若能取胜，放起连珠号炮，城中便出接应。如无追兵，不可放炮，赶城而去。今夜月不甚明，黄昏便可出城。吕公领了计策，拴束军马。黄昏时分，密开东门，引兵出城。孙坚在帐中，忽闻喊声，即上马引30余骑出营来看。军士报说，有一彪人马杀将出来，望陷山而去。坚不会诸将，只引30余骑赶来。吕公已于山林丛杂去处上下埋伏。坚马快，单骑独来，前军不远。坚大叫：“休走！”吕公勒回马来战孙坚。交马只一合，吕公便走，闪入山路去。坚随后赶入，却不见吕公。坚方欲上山，忽然一声锣响，山上石子乱下，林中乱箭齐发。坚身中实箭，脑浆迸流，人马皆死于陷山之内，寿止37岁。吕公截住30骑，并皆杀尽，余起连珠号炮。城中黄祖、蒯越、蔡瑁分头引兵杀出，江东诸军大乱。黄盖听得喊声震天，引水军杀来，正迎着黄祖。战不两合，生擒黄祖。程普保着孙策，即带寻路，正遇吕公。程普纵马向前，战不到数合，一矛刺吕公于马下。两军大战，杀到天明，各自收军。刘表军自入城。孙策回到汉水，方知父亲被乱箭射死，尸首已被刘表军士扛抬入城去了，放声大哭。众军俱豪气。策曰：“父尸在彼，安得回乡？”黄盖曰：“今活捉黄祖在此，得一人入城讲和，将黄祖去换主公尸首。”言未毕，军吏桓凯出曰：“某与刘表有旧，愿入城为使。”策许之。桓凯入城见刘表，据说其事。表曰：“文台尸首，吾已用棺木圣主在此，可速放回黄祖，两家各罢兵，再休侵犯。”桓凯拜谢欲行，阶下蒯良出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吾有一言，令江东诸军骗假不回，一一请先斩桓凯，然后用计。”正是追敌孙坚方殒命，求和桓凯又遭殃。未知桓凯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第8回，王司徒巧使连环计，董太师大闹凤仪亭。却说蒯良曰：“今孙坚已丧，其子皆幼，乘此虚弱之时，火速进军，江东一鼓可得。若还施罢兵，容其养成气力，荆州之患也。”表曰：“吾有黄祖在彼营中，安忍弃之？”良曰：“舍亦无谋黄祖而取江东，有何不可？”表曰：“吾与黄祖心腹之交，舍之不易。”遂送桓凯回营，相约以孙坚师换黄祖。刘表换回黄祖，孙策迎接灵柩，霸占回江东，葬父于曲阿之原。丧事已毕，引军居江都，招贤纳士，趋吉待人，四方豪杰渐渐投之不在话下。却说董卓在长安，闻孙坚已死，乃曰：“吾除却一心腹之患也。”问其子年几岁矣？或答曰：“17岁。”卓遂不以为意。自此愈加骄横，自号为上父，出入见天子仪仗，封弟董明为左将军护侯，指董黄为代中，总领禁军。董氏宗族，不问长幼，皆封列侯。离长安城250里，别筑煤坞，一民夫25万人住之。其城郭高下厚薄亦如长安，内盖宫室仓库，囤积20年粮食。选民间少年美女800人食其中。金玉、彩帛、珍珠堆积不知其数，家属都住在内。卓往来长安，或半月一回，或1月一回，公卿皆后送于横门外。卓常设帐于路，与公卿俱饮。一日，卓出横门，百官皆送。卓留宴，是北地招安将卒数百人到。卓即命于座前，或断其手足，或凿其眼睛，或割其舌，或以大锅煮之。哀号之声震天，百官站立施助，卓饮食谈笑自若。又一日，卓于省台大会百官，列坐2行。
久至数旬，吕布进入，向卓耳边言不数句。卓笑曰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命吕布于岩上揪司空张温下堂，百官失色。不多时，待从将一红盘，托张温头入献。百官魂不附体。卓笑曰：“诸公勿惊，张温结连袁术，欲图害我，因使人寄书来，错下在吴而奉先楚，故斩之。公等无故，不必惊畏。”众官围围而散。司徒王允归到府中，寻思今日席间之事，坐不安席。至夜深月明，策杖步入后园，立于荼蘼架侧，仰天垂泪。忽闻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，允前不窥之，乃府中歌妓貂蝉也。其女自幼选入府中，教以歌舞，年方28，色技俱佳，允以青女待之。是夜允听良久，喝曰：“见人将有私情耶？”貂蝉惊跪答曰：“见妾安敢有私？”允曰：“无私，何夜深长叹？”蝉曰：“容妾身肺腑之言。”允曰：“汝勿隐匿，当时告我。”蝉曰：“妾蒙大人恩养，训习歌舞，优礼相待，妾虽粉身碎骨，莫报万一。近见大人两眉愁锁，必有国家大事，又不敢问。今晚又见行坐不安，因此长叹不想为大人窥见。倘有用妾之处，万死不辞。”允以杖及地曰：“谁想撼天下，却在汝手中耶？随我到画阁中来。”貂蝉跟允到阁中，允尽斥出婢妾，纳貂蝉于座，叩头便拜。貂蝉惊伏于地曰：“大人何故如此？”允曰：“如可怜大汉天下生灵。”言讫，泪如泉涌。貂蝉曰：“世间贱妾曾言，但有使令，万死不辞。”允跪而言曰：“百姓有道玄之为，君臣有雷卵之疾，非汝不能救也。贼臣董卓将欲篡位，朝中文武无计可施。董卓有一儿，姓吕，名布，骁勇异常。我看二人皆好色之徒，今欲用连环计，先将汝许嫁吕布，后献于董卓，汝于中取变，谋奸他父子反言，令不杀卓，以绝大恶。众伏社稷，在立江山，皆汝之力也。不知汝意若何？”貂蝉曰：“妾许大人万死不辞，望即献妾于彼。”妾自有道理。允曰：“事若泄露，我灭门矣。”貂蝉曰：“大人勿忧，妾若不报大义，死于万仞之下。”允拜谢。次日，便将家藏明珠数颗，令良将嵌造金冠一顶，使人密送吕布。布大喜，亲到王允宅致谢。允顶备佳肴美馔。后吕布至，允出门迎驾，接入后堂，言之上座。布曰：“吕布乃相府一将，司徒是朝廷大臣，何故错进？”允曰：“方今天下别无英雄，唯有将军耳。允非晋将军之职，晋将军之才也。”布大喜。允殷勤敬酒，口称董太师并不知的不绝。布大笑畅饮。允斥退左右，只留待妾数人劝酒。酒至半酣，允曰：“唤孩儿来。”少卿、二青衣引貂蝉艳妆而出。布惊问何人？允曰：“小女貂蝉也。允蒙将军错爱，不义至亲，故令其与将军相见。”便命貂蝉与吕布把斩。貂蝉送酒与布，两下眉来眼去。允扬醉曰：“孩儿殃及将军痛饮几杯，吾一家全靠着将军领。”不请貂蝉坐，貂蝉假意欲入。允曰：“将军无知至有，孩儿便坐何妨？”貂蝉便坐于允侧。吕布目不转睛地看，又饮数杯。允指蝉谓布曰：“吾欲将此女送与将军为妾，还肯纳否？”布出席谢曰：“若得如此，不当效犬马之报。”允曰：“早晚选一良臣，送至府中。”布欣喜无限，平以目视貂蝉。貂蝉亦以秋波送情。少卿席散，允曰：“本欲留将军止宿，恐太师见疑。”布再三拜谢而去。过了数日，允在朝堂见了董卓，趁吕布不在侧，伏地拜请曰：“允欲驱太师车骑到曹舍赴宴，未审君意若何？”卓曰：“司徒见招，即当屈服。”
云拜谢归家，水陆必陈。于前厅正中设座，锦绣铺地，内外各设幔帐。次日晌午，董卓来到，云具朝服出营，再拜起居。卓下车，左右持几甲士100余，簇拥入堂，分列2傍。允于堂下再拜，卓命扶上，赐坐于侧。允曰：“太师圣德为为，一周不能及也。”卓大喜，敬酒作乐，允及其致敬。天晚酒酣，允请卓入后堂，卓斥退甲士。允捧觞称贺曰：“允自幼颇习天文，夜观干象，汉家气数已尽。太师功德震于天下，若顺之受尧与之之既顺，正合天心仁义。”卓曰：“安敢忘此？”允曰：“自古有道伐无道，无得让有的岂过分乎？”卓笑曰：“若果天命归我，司徒当为元勋。”允拜谢，堂中点上画烛，指流女使进9公时。允曰：“教坊之乐，不足供奉，偶有佳绩，敢使成应。”卓曰：“甚妙。”允教放下帘笼，深黄缭绕，簇捧貂蝉5余帘外。有词赞之曰：“原是朝阳宫里人，惊鸿婉转掌中身，只疑飞过洞庭春。安彻凉州帘不稳，好花蜂鸟翼之心，画堂香暖不生春。”又诗曰：“红牙催拍燕飞忙，一片行云到画堂。眉黛蹙成游子恨，脸容初断故人肠。余钱不买千金笑，柳带何须百宝装。五霸阁帘偷目送，不知谁是楚襄王。”五霸着命近前，貂蝉转入帘内，深深再拜。卓见貂蝉颜色美丽，便问：“此女何人？”允曰：“歌妓貂蝉也。”卓曰：“能唱否？”允命貂蝉弹板低瓯一曲，正是一点樱桃起绛唇，两行碎玉喷阳春。丁香蛇吐横钢剑，要斩奸邪乱国臣。卓称赏不已，允命貂蝉把斩。卓情悲问曰：“青春几何？”貂蝉曰：“贼妾年方28。”卓笑曰：“真神仙中人也。”允启曰：“允欲将此女献上太师，魏神肯容纳否？”卓曰：“如此见惠，何以报的？”允曰：“此女的是太师，其福太浅。”卓再三称谢，允即命备战车，先将貂蝉送到襄府。卓亦起身告辞，允亲送董卓直到襄府，然后辞回。乘马而行，不到半路，只见2行红灯照道，吕布骑马直戟而来，正与王允撞见，便勒住马，一把揪住衣襟，厉声问曰：“司徒既以貂蝉许我，今又送与太师，何相系耶？”允即止之曰：“此非说话处，且请到曹舍去。”不同允到家，下马入后堂，去礼毕。允曰：“将军何故怪老夫？”布曰：“有人报我说你把战车送貂蝉入襄府，是何缘故？”允曰：“将军原来不知，昨日太师在朝堂中对老夫说，我有一事要到你家。允因此准备等候太师。饮酒中间说，我闻你有一女，名唤貂蝉，已许吾儿奉先。我恐你言未准，特来相求，并请一见。老夫不敢有违，遂引貂蝉出拜公公。”太师曰：“今日良辰，吾即当取此女回去，配与奉先。将军是思太师亲临，老夫焉敢推阻？”布曰：“司徒少罪，布一时错见，来日自当负荆。”允曰：“小女稍有庄帘，待过将军府下，便当送至。”布谢去。次日，吕布在府中打听，绝不闻音号。布进入堂中，询问诸侍妾。待妾对曰：“夜来太师与新人共寝，至今未起。”布大怒，潜入卓卧房后窥探。时貂蝉起于窗下梳头，忽见窗外池中照一人影，即长大，头戴束发冠，偷眼视之，正是吕布。貂蝉顾蹙双眉，作忧愁不乐之态，复以香罗平拭眼泪。吕布窥视良久，乃出，少卿又入。卓已坐于中堂，见布来，问曰：“外面无事乎？”布曰：“无事。”侍立卓侧。卓方时，布偷目窃望，见绣帘内一女子往来观去，唯露半面，以目送情。不知是貂蝉，神魂飘荡。卓见布如此光景，
心中一计，曰：奉先无事且退。不样样而出。董卓自纳貂蝉后，为色所迷，跃于不出里室。卓偶然小及貂蝉衣不解带，取意逢迎，卓心欲喜。吕布入内监安，正值卓睡。貂蝉于床后探半生望步，以手指心，又以手指董卓，挥泪不止。布心如碎。卓朦胧双目，见不注视床后，目不转睛，回身一看，见貂蝉立于床后。卓大怒，斥布曰：汝敢系吾爱姬耶？唤左右逐出，今后不许入堂。吕布怒恨而归，陆偶李儒告知其故。儒即入见卓曰：太师欲取天下，何故以小过见责温侯？倘彼心变，大事去矣。卓曰：奈何？儒曰：来朝唤入，赐以金帛，好言谓之，自然无事。卓一也。次日，使人唤布入堂，谓之曰：吾前日病中，心神恍惚，误言伤汝，汝勿记心。遂赐金10斤，仅20匹。布谢归，然身虽在卓左右，心时系念貂蝉。卓即既欲入朝议事，不止己相随，见卓与献帝共谈，便乘间提己出内门，上马径投相府来，系马府前，提己入后堂，寻见貂蝉。蝉曰：如可去后园中凤仪亭边等我。不提己进往，立于亭下取兰枝棒。良久，貂蝉分花拂柳而来，果然如月宫仙子。泣谓布曰：我虽非王司徒卿女，然待之如己出。自见将军，许是击肘，妾以生平愿足。谁想太师起不良之心，将妾淫污。妾恨不及死，只因未与将军一决，故且忍入偷生。今幸得见，妾愿必矣。此身已污，不得复是英雄，愿死于君前，以明妾志。言讫，手攀取兰，望荷花池便跳。吕布慌忙抱住，泣曰：我知汝心久矣，只恨不能共语。貂蝉手扯布曰：妾今生不能与君为妻，愿相期于来世。布曰：我今生不能以汝为妻，非英雄也。蝉曰：妾度日如年，愿君怜而救之。布曰：我今偷空而来，恐老贼见疑，必当速去。貂蝉牵其衣曰：君如此惧怕老贼，妾生无见天日之期矣。布立柱曰：容我徐图良策。语罢，提己欲去。貂蝉曰：妾在深闺，闻将军之名，如雷贯耳，以为当是一人而已，谁想反受他人之志乎？言讫，泪下如雨。布羞惭满面，重负以己，回身搂抱貂蝉，用好言安慰。两个微微已矣，不忍相离。却说董卓在殿上，回头不见吕布，心中怀疑，连忙辞了献帝，登车回府。见布马系于府前，问门吏，吏答曰：温侯入后堂去了。卓斥退左右，进入后堂中，寻觅不见，唤貂蝉，蝉亦不见。即问侍妾，侍妾曰：貂蝉在后园看花。卓寻入后园，正见吕布和貂蝉在凤仪亭下共语，画戟已在一边。卓怒，大喝一声。布见卓至，大惊，回身便走。卓抢了画戟，挺着赶来。吕布走得快，卓肥胖赶不上，执戟刺布。布打戟落地，卓拾戟再赶，不宜走远。卓赶出园门，一人飞奔前来，与卓胸膛相撞，卓倒于地。正是冲天怒气高千丈，胡地肥躯作一堆。未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文分解。第9回，除暴兄吕布助司徒，犯长安李傕听贾诩。却说那撞倒董卓的人，正是李儒。当下李儒扶起董卓，至书院中坐定。卓曰：汝为何来此？儒曰：汝是至府门，知太师怒入后园，询问吕布。因急走来，正遇吕布奔出云：太师杀我。儒慌赶入园中劝解，不义误撞恩相。死罪，死罪！卓曰：颇耐逆贼，系无爱姬，是必杀之。儒曰：恩相差矣。袭楚庄王绝缨之会，不救系爱姬之蒋雄，后为秦兵所困，得其死力相救。今貂蝉不过一女子，而吕布乃太师心腹猛将也。
太师若就此机会，以禅次部不敢大恩，必以死报太师。太师请自三思。卓沉吟良久曰：“汝言义事，我当思之。”如谢而出。卓入后堂，唤貂蝉问曰：“汝何与吕布私通耶？”蝉泣曰：“妾在后园看花，吕布图至。妾方惊避，不曰：‘我乃太师之子，何必相避？’提及赶妾至凤仪亭，妾见其心不良，恐为所逼，欲投河池自尽，却被这厮抱住。正在生死之间，的太师来救了性命。”董卓曰：“我今将汝赐于吕布，何如？”貂蝉大惊，哭曰：“妾身已是贵人，今呼吁下赐家奴，妾宁死不入。”遂撤臂间宝剑欲自刎。卓慌夺剑拥抱曰：“吾系汝。”貂蝉倒于卓怀，颜面大哭曰：“此必李儒之计也。如与不交后，故设此计，却不顾袭太师体面与贱妾性命。妾当生食其肉。”卓曰：“吾安人舍汝耶？”蝉曰：“虽蒙太师怜爱，但恐此处不宜久居，必被吕布所害。”卓曰：“吾明日和你归梅坞去，同受快乐，慎勿忧疑。”蝉方收泪拜谢。次日，李儒入见曰：“今日良辰，可将貂蝉送于吕布。”卓曰：“不与我有父子之分，不便赐予。我只不就其罪，汝传我意，以好言慰之可也。”儒曰：“太师不可为妇人所惑。”卓变色曰：“汝之妻肯与吕布否？”貂蝉之事，再勿多言，言则必斩。李儒出，仰天叹曰：“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。”后人读书至此，有诗叹之曰：“司徒妙算脱红裙，不用干戈不用兵。散战虎牢徒费力，凯歌却奏凤仪亭。”董卓即日下令还梅坞，百官俱拜送。貂蝉在车上，遥见吕布于仇人之内，眼望车中。貂蝉须掩其面，如痛哭之状。车已去远，不缓配于土冈之上，眼望车臣，叹息痛恨。忽闻背后一人问曰：“温侯何不从太师去？”乃在此遥望而发叹。不识之，乃司徒王允也。相见毕，允曰：“老夫日来因染为恙，闭门不出，故久未得与将军一见。今日太师驾归梅坞，只得伏病出送，却喜得误将军。请问将军为何在此长叹？”布曰：“正为宫女耳。”允扬惊曰：“许多时尚未与将军耶？”布曰：“老贼自宠幸久矣。”允扬大惊曰：“不幸有此事。”布将前事一一告允。允仰面叠足，半晌不语，良久，乃言曰：“不义太师作此禽兽之行。”因晚不守约，且到寒舍商议。布随允归，允言入密室，置酒款待。布又将凤仪亭相遇之事细说一遍。允曰：“太师迎吾之女，夺将军之妻，诚为天下耻笑，非笑太师，笑允与将军耳。然允老迈无能之辈，不足为道，可惜将军盖世英雄，亦受此侮辱也。”布怒气冲天，拍案大叫。允急曰：“老夫失语，将军息怒。”布曰：“是当杀此老贼，以雪无耻。”允急掩其口曰：“将军勿言，恐累及老夫。”布曰：“大丈夫生居天地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”允曰：“以将军之才，诚非董太师所可限制。”布曰：“吾欲杀此老贼，乃是父子之情，恐惹后人议论。”允微笑曰：“将军自姓吕，太师自姓董，执己之时，岂有父子情耶？”布愤然曰：“非司徒言，不己自误。”允见其意已决，便说之曰：“将军若服汉室，乃忠臣也，青史传名，流芳百世；将军若助董卓，乃反臣也，载之史笔，遗臭万年。”布必席下拜曰：“布意已决，司徒勿疑。”允曰：“但恐事或不成，反招大祸。”布拔带刀，蜡笔出血为是。允跪谢曰：“汉嗣不斩，皆出将军之赐也，切勿泄露，临其有计，自当相报。”布凯诺而去。允即请仆射士孙睿、司隶校尉黄琬商议。
睿曰：方今主上有极心欲，可遣亦能言之人，往梅务请着议事，一面以天子密诏付吕布，使伏甲兵于朝门之内，引着入诛之，此上策也。婉曰：何人敢去？睿曰：吕布同郡骑都尉李肃，以董卓不迁其官，甚是怀怨。若令此人去，卓必不疑。允曰：善，请吕布共议。布曰：昔日劝吾杀丁建阳，亦此人也。今若不去，吾先斩之。使人密请肃至。布曰：昔日公说不，使杀丁建阳而投董卓，今卓上欺天子，下虐生灵，罪恶贯盈，人神共愤。公可传天子诏往梅务，宣卓入朝，伏兵诛之，立服汉室，共作忠臣。尊意若何？肃曰：我意欲除此贼久矣，恨无同心者耳。今将军若此，是天赐也。肃岂敢有二心？遂折剑为誓。允曰：公若能干此事，何患不得显官？次日，李肃引10数骑前到梅务，人报天子有诏，卓叫唤入。李肃入拜，卓曰：天子有何诏？肃曰：天子病体心全，欲会文武于未央殿，亦将禅位于太师，故有此诏。卓曰：王允之意若何？肃曰：王司徒已命人祝寿禅台，只等主公来。卓大喜曰：吾夜梦一龙照身，今果得此喜信，实在不可失。便命心腹将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4人领飞熊军3000守梅务，自己即日排驾回京。故谓李肃曰：吾为帝，汝当为执金吾。肃拜谢称臣。卓入辞其母，母10年90余矣，问曰：吾儿何往？卓曰：儿将往受汉禅，母亲早晚为太后也。母曰：吾近日肉颤心惊，恐非吉兆。卓曰：将为国母，岂不欲有惊报？遂辞母而行。临行谓貂蝉曰：吾为天子，当立汝为贵妃。貂蝉以明之就礼，驾坐欢喜拜谢。卓出务上车，前遮后拥，望长安来。行不到30里，所乘之车忽着一轮，卓下车乘马。又行不到10里，那马咆哮嘶喊，掣断辔头。卓问肃曰：车折轮，马断辔，其兆若何？肃曰：乃太师应受汉禅，弃旧换新，将成欲辇荆安之兆也。卓喜而信其言。次日正行间，忽然狂风骤起，昏雾蔽天。卓问肃曰：此何祥也？肃曰：主公登龙位，必有红光紫雾，以壮天威耳。卓又喜而不疑。及至城外，百官俱出迎接，只有李儒抱病在家，不能出迎。卓进至相府，吕布入贺。卓曰：吾登95武，汝当总督天下兵马。布拜谢，就帐前歇宿。是夜有10数小儿于郊外作歌，风吹歌声入帐。歌曰：千里草，何青青，10日上，不得生。歌声悲切。卓问李肃曰：童谣主何吉凶？肃曰：亦只是言刘氏灭董氏兴之意。次日清晨，董卓摆列仪从入朝，忽见一道人，青袍白巾，手执长杆，上转布1丈，两头各书一口字。卓问肃曰：此道人何意？肃曰：乃新样之人也。忽将士驱去，卓进朝，群臣各具朝服，营业于道。李肃手执宝剑扶车而行。到北雁门，军兵尽挡在门外，独有御车20余人同入。董卓、姚建、王允等各执宝剑立于殿门，惊问肃曰：持剑是何意？肃不应，推车直入。王允大呼曰：反贼至此，吾何在？两旁转出100余人，持戟挺槊刺之。卓裹甲不入，伤臂堕车，大呼曰：吾儿奉先何在？吕布从车后厉声出曰：有诏讨贼。一戟直刺咽喉，李肃早割头在手。吕布左手持戟，右手怀中取诏，大呼曰：奉诏讨贼臣董卓，其余不问。将吏皆呼万岁。后人有诗叹董卓曰：伯业成实为地步，不成且作富家郎。谁知天意无私，梅务方成以灭亡。却说当下吕布大呼曰：助卓为虐者，皆李儒也。
谁可擒之？”李肃应声愿往。忽听朝门外发喊：“人报李儒家奴已将李儒绑转来献。”王允命传副士曹斩之，又将董卓尸首，号令通衢。卓尸肥胖，看师军士以火置其中为灯，高油满地。百姓过者，莫不手执其头，足见其尸。王允又命吕布同黄甫松、李肃领兵5万，至梅务超集董卓家产人口。却说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闻董卓已死，吕布将至，便引了飞熊军连夜奔凉州去了。吕布至梅务，先取了少产。黄甫松命将屋中所藏良家子女进行释放，但系董卓亲属，不分老幼，悉皆诛戮。卓母亦被杀。卓弟董明、侄董黄皆斩首号令，收集屋中所需黄金数十万，绮罗、珠宝、器皿、粮食不计其数，回报王允。允乃大犒军士，设宴于都堂，召集众官，酌酒称庆。正饮宴间，忽人报曰：“董卓曝尸于市。”忽有一人扶其尸而大哭。允怒曰：“董卓伏诛，市民莫不称贺，此何人敢哭耶？”遂唤武士，与无情来。须臾情至，众官见之，无不惊骇。原来那人不是别人，乃代中蔡邕也。允斥曰：“董卓逆贼，今日伏诛，国之大幸。汝为汉臣，乃不为国庆，反为贼哭，何也？”邕服罪曰：“邕虽不才，亦知大义，岂肯背国而向卓？只因一时之欲之感，不觉为之一哭，自知罪大。愿公建元，倘得请守越族，使续成汉史，以赎其孤，邕之幸也。”众官习邕之才，皆力救之。太傅马日低亦命谓允曰：“伯皆旷世一才，若使续成汉史，成为盛世。且其孝行素者，若拒杀之，恐失人望。”允曰：“习孝武不杀司马迁，后使作史，遂置谤书流于后世。方今国运衰微，朝政错乱，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右主左右，使吾等蒙其善意也。”日低无言而退，思谓众官曰：“王允其无后乎？善人，国之计也，制作国之典也。灭迹废典，岂能久乎？”当下王允不听马日低之言，命将蔡邕下狱中缢死。一时士大夫闻者，尽为流涕。后人论蔡邕之哭董卓，故自不是；允之杀邕，亦为以甚。有诗叹曰：“董卓专权似不仁，世中何自尽往身？当时诸葛笼中卧，安肯轻身事乱臣？”且说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逃居陕西，使人至长安上表求赦。王允曰：“卓之跋扈，皆此4人助之。今虽大赦天下，独不赦此4人。”使者回报李傕，傕曰：“求赦不得，各自逃生可也。”谋士贾诩曰：“诸君若弃军单行，则一庭常能服君矣。不若诱集陕人，并本部军马，杀入长安，与董卓报仇。是计奉朝廷以正天下，若其不生，走亦未迟。”傕等然其说，遂流言于西凉州曰：“王允将欲喜当此方之人矣。”众皆惊惶，乃复扬言曰：“徒死无益，能从我反乎？”众皆愿从。于是聚众10余万，分作4路，杀奔长安来。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将牛辅，引军5000人，欲去与丈人报仇。李傕便与合兵，使为前驱，4人陆续进发。王允听知西凉兵来，与吕布商议。布曰：“司徒放心，量此鼠辈，何足数也。”遂引李肃将兵出敌。肃当先迎战，正与牛辅相遇，大杀一阵。牛辅抵敌不过，败阵而去。不想是夜2更，牛辅乘肃不备，进来劫寨。肃军乱窜，败走30余里，折军大半，来见吕布。布大怒曰：“汝何错识锐气？”遂斩李肃，悬投军门。次日，吕布进兵与牛辅对敌。牛辅如何敌得吕布，仍复大败而走。是夜，牛辅唤心腹人胡赤儿商议曰：“吕布骁勇，万不能敌，不如瞒了李傕等4人，暗藏金珠，与亲随3、5人弃军而去。”
胡赤儿应允，是夜收拾金珠，弃营而走，随行者3、4人。将渡一河，赤儿欲谋取金珠，竟杀死牛辅，将头来献吕布。布问起情由，从人出手，胡赤儿谋杀牛辅，夺其金宝。布怒，即将赤儿诛杀。领军前进，正迎着李傕军马。吕布不等他列阵，便挺戟跃马，挥军直冲过来。傕军不能抵挡，退走50余里，依山下寨，请郭汜、张济、樊稠共议，曰：吕布虽勇，然而无谋，不足为虑。我引军守任谷口，每日诱他厮杀。郭将军可领军超及其后，效彭越挠楚之法，鸣金进兵，擂鼓收兵。张、樊2公却分兵2路，进取长安。彼首尾不能救应，必然大败。重用奇计。却说吕布勒兵到山下，李傕引军搦战，布愤怒冲杀过去，傕退走上山。山上矢石如雨，步军不能进。忽报郭汜在阵后杀来，不及回战。只闻鼓声大震，四军已退。布方欲收军，锣声响楚，傕军又来。未及对敌，背后郭汜又领军杀到。及至吕布来时，却又擂鼓收军去了，激得吕布怒气填胸。一连如此几日，欲战不得，欲止不得。正在恼怒，忽然飞马报来，说张济、樊稠2路军马进犯长安，京城危急。不及领军回，背后李傕、郭汜杀来。布无心恋战，只顾奔走，折了好些人马。彼及到长安城下，贼兵云屯雨集，围定城池，步军与战不利。军士为吕布暴力，多有降贼者，不兴甚忧。数日之后，董卓余党李蒙、王方在城中围贼内应，偷开城门，4路贼军一齐涌入。吕布左冲右突，拦挡不住，引数百骑往清所门外。呼王允曰：是急矣，请司徒上马，同出关去，别图良策。允曰：若蒙社稷之灵，得安国家，无之怨也；若不获矣，则允奉身以死。灵难苟免，无不为也。唯吾谢关东诸公，努力以国家为念。吕布再三相劝，王允只是不肯去。不一时，各门火焰尽天，吕布只得弃却家小，引100余骑飞奔出关，投袁术去了。李傕、郭汜纵兵大掠，太常卿种福、太仆鲁夔、大鸿胪周焕、城门校尉崔烈、乐骑校尉王齐皆死于国难。贼兵围绕内廷至极，侍臣请天子上宣平门止乱。李傕等望见黄盖，约驻军士，口呼万岁。献帝以楼问曰：卿不后奏请，折入长安，意欲何为？李傕、郭汜仰面奏曰：董太师乃陛下社稷之臣，无端被王允谋杀，臣等特来报仇，非敢造反。但见王允，臣便退兵。王允实在地侧，闻之此言，奏曰：臣本为社稷计，事已至此，陛下不可袭臣，以误国家。臣请下见二贼。帝徘徊不忍，允自宣平门楼上跳下楼去，大呼曰：王允在此！李傕、郭汜拔剑叱曰：董太师何罪而剑杀？允曰：董贼之罪，弥天亘地，不可胜言。受诛之日，长安市民皆相庆贺，汝独不闻乎？傕、汜曰：太师有罪，我等何罪不肯相赦？王允大骂：逆贼何必多言？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。二贼手起，把王允杀于楼下。史官有诗赞曰：王允运计谋，奸臣董卓休。心怀国家恨，每所庙堂忧。因妾怜霄汉，忠心惯斗牛。至今魂已魄，犹绕凤凰楼。众贼杀了王允，一面又差人将王允宗族老幼进行杀害。市民无不下泪。当下李傕、郭汜寻思曰：既到这里，不杀天子谋大事，更待何时？便持剑大呼：杀入内来！正是陈馗服罪灾方袭，从贼纵横或诱来。未知献帝性命如何？且听下文分解。第10回，秦王室马腾举义报复仇曹操兴师。却说李、郭二贼欲弑献帝，张济、樊稠谏曰：不可。
今日若便杀之，恐众人不服，不如仍旧奉之为主，传诸侯入关，先去其羽翼，然后杀之，天下可图也。李、郭二人从其言，按住兵器。立在楼上宣谕曰：王允记诸军马何故不退？李傕、郭汜曰：臣等有功王室，未蒙赐爵，故不敢退军。帝曰：卿欲封何爵？李、郭、张、樊四人各自写职衔献上，乐要如此官品。帝只得从之，封李傕为车骑将军、池阳侯，领司隶校尉；驾节钺郭汜为后将军，驾节钺统秉朝政；樊稠为右将军、万年侯，张继为骠骑将军、平阳侯，领兵屯弘农。其余李蒙、王方等各为校尉。然后谢恩领兵出城，又下令追寻董卓尸首，获得些零碎皮骨，以香木雕成形体，安凑停当。大设祭祀，用亡者衣冠棺椁，选择吉日，迁葬霉物。临葬之期，天降大雷雨，平地水深数尺，霹雳震开其棺，尸首提出关外。李傕后勤再葬，事业又复如是。3次改葬，皆不能葬，鳞皮碎骨，悉为雷火消灭。天之怒灼，可谓甚矣。且说李傕、郭汜既掌大权，残虐百姓，密遣心腹代帝左右，观其动静。献帝此时举动惊急，朝廷官员并由2贼升降，因采人望，特宣诸眷入朝，封为太仆，统领朝政。1日，人报西凉太守马腾、滨州刺史韩遂2将引军10余万，杀奔长安来，声言讨贼。原来2将先曾使人入长安，劫连侍中马宇、建议大夫种绍、左中郎将刘范3人为内应，共谋贼党。3人密奏献帝，封马腾为征西将军，韩遂为镇西将军，各受密诏，并力讨贼。当下李傕、郭汜、张继、樊稠闻2军将至，一同商议御敌之策。谋士贾诩曰：二军远来，只宜深沟高垒，坚守以拒之。不过100日，彼兵粮尽，必将自退，然后引兵追之，二将可擒矣。李蒙、王方出曰：此非好计，愿借精兵万人，力斩马腾、韩遂之头，献于麾下。贾诩曰：今若急战，必当败绩。李蒙、王方齐声曰：若无2人败，情愿斩首；吾若战胜，公亦当书首给予我。许谓李傕、郭汜曰：长安西200里周至山，其路险棱，可使张、樊2将军屯兵于此，坚壁守之，待李蒙、王方自引兵迎敌，可也。李傕、郭汜从其言，点15000人马与李蒙、王方2人欣喜而去，离长安280里下寨。西凉兵到，2个引军迎去，西凉军马拦路，摆开阵势。马腾、韩遂连辔而出，指李蒙、王方骂曰：反国之贼，谁去擒之？言未绝，只见一位少年将军，面如冠玉，颜若流星，虎体圆臂，彪腹狼腰，手执长枪，坐骑骏马，从阵中飞出。原来那将即马腾之子马超，字孟起，年方17岁，英勇无敌。王方欺他年幼，跃马迎战，战不到数合，早被马超一枪刺于马下。马超勒马便回。李蒙见王方刺死，依骑马从马超背后赶来，超只作不知。马腾在阵门下大叫，背后有人追赶。声犹未绝，只见马超已将李蒙擒在马上。原来马超明知李蒙追赶，却故意恶言，等他马近，举枪刺来，超将身一闪，李蒙硕个空，两马相并，被马超轻疏援臂，生擒过去。军士无主，望风奔逃。马腾、韩遂乘势追杀，大获胜捷，直逼隘口下寨，把李蒙斩首号令。李傕、郭汜听知李蒙、王方皆被马超杀了，方信贾诩有先见之明，重用其计，指李惠谨守关防，由他默战，并不出营。果然西凉军未及2月，粮草俱乏，商议回军。恰好长安城中马宇家同出守家主与刘范、种绍外连马腾、韩遂欲为内应等情。李傕、郭汜大怒，尽收3家少粮，箭斩于市，把3颗首级直来门前号令。
腾、韩遂见军粮已尽，内应又懈，只得拔寨退军。李傕、郭汜令张继引军赶马腾，樊稠引军赶韩遂，西凉军大败。马超灾后死战，杀退张继。樊稠去赶韩遂，看赶上，相近陈仓。韩遂勒马向樊稠曰：“吾与公乃同乡之人，今日何太无情？”樊稠也勒住马达道：“上命不可为。”韩遂曰：“吾此来亦为国家耳，公何相逼之甚也？”樊稠听罢，拨转马头，收兵回寨，让韩遂去了。不提防李傕之执礼别，见樊稠放走韩遂，回报其属。李傕大怒，便欲兴兵讨樊稠。贾诩曰：“目今人心未宁，平动干戈，身为不便，不若设一宴，请张继、樊稠庆功，就席间擒仇斩之，毫不费力。”李傕大喜，便设宴请张继、樊稠，二将欣然赴宴。酒半阑，李傕忽然变色曰：“樊稠何故交通韩遂，预谋造反？”稠大惊，未及回言，只见刀斧手涌出，早把樊稠斩首于案下。喝得张继俯伏于地。李傕扶起曰：“樊稠谋反，故而诛之，公乃吾之心腹，何须惊惧？”将樊稠军拨与张继管领。张继自回弘农去了。李傕、郭汜自战败西凉兵，诸侯莫敢谁和。贾诩屡劝抚安百姓，节纳贤豪，自视朝廷为有生意。不想青州黄巾又起，聚众数十万，头目不等，劫掠良民。太仆朱卷、保举一人，可破群贼。李傕、郭汜问是何人？朱卷曰：“要破山东群贼，非曹孟德不可。”李傕曰：“孟德今在何处？”卷曰：“见为东郡太守，广有军兵。若命此人讨贼，贼可克日而破也。”李傕大喜，星夜草诏，差人击往东郡，命曹操与冀北乡报信一同破贼。操领了圣旨，会合报信，一同兴兵，击贼于寿阳。报信杀入重地，为贼所害。操追赶贼兵，直到冀北，将者数万。操即用贼为前驱，兵马到处，无不将须。不过100余日，赵安道将兵30余万，男女100余万口。操则精锐者，号为青州兵，其余尽令归农。操自此威名日重。节书报到长安，朝廷加曹操为镇东将军。操在兖州招贤纳士，有叔侄2人来投曹操，乃颍川颍阴人，姓荀，名玉，字文若。荀昆之子也，就是袁绍，今弃少投操。操于与大悦曰：“此吾之子房也。”遂以为行军司马。其侄荀攸，字公达，海内名士，曾拜黄门侍郎，后弃官归乡，今与其叔同投曹操。操以为行军教授。荀彧曰：“某闻兖州有一贤士，今此人之何在？”操问是谁，彧曰：“乃东郡东阿人，姓程，名玉，字仲的。”操曰：“吾亦闻名久矣。”遂遣人于乡中询问，访得他在山中读书。操拜请之。程昱来见，曹操大喜。欲谓荀彧曰：“某孤陋寡闻，不足当公之见。公之乡人姓郭，名嘉，字奉孝，乃当今贤士，何不罗而治之？”彧蒙审曰：“无己忘却。”遂起操征聘郭嘉到兖州，共论天下之事。郭嘉见光武帝派子孙，淮南城的人，姓刘，名业，字子阳。操即聘业至。业又见2人，一个是山阳昌邑人，姓满，名宠，字伯宁；一个是武城人，姓吕，名虔，字子克。曹操亦素知这2个名誉，就聘为军中从事。满宠、吕虔共见一人，乃陈留平丘人，姓毛，名介，字孝先。曹操亦聘为从事。又有一将引军数百人来投曹操，乃泰山聚平人，姓于，名进，字文泽。操见其人弓马熟娴，武艺出众，命为典军司马。一日，夏侯惇引一大汉来见，操问何人，惇曰：“此乃陈留人，姓典，名为，勇力过人。”就跟张邈与帐下人不和，手杀数十人，逃窜山中。惇出射猎，见为逐鹿过涧，应收于军中。今特见之于公。操曰：“吾观此人容貌魁梧，必有勇力。
敦曰：他曾为有报仇杀人，提头直出闹市，数百人不敢进。只今所使2只铁戟，重80斤，辖之上马，运使如飞。操即令为视之。为辖己奏马，往来驰骋。忽见帐下大旗为风所吹，急急欲导众军士挟持不定，为下马喝退众军，一手直定旗杆，立于风中，巍然不动。操曰：此古之恶来也。遂命为帐前都尉解身上锦袄，及骏马雕鞍赐之。自是曹操部下闻有谋臣，无有猛将，威震山东。乃遣泰山太守应绍往琅琊郡迎附曹嵩。嵩自陈留避难，隐居琅琊。当日接了书信，便与弟曹的及一家老小40余人，带从者100余人，车100余辆，尽往兖州而来。到今徐州，太守陶谦，字公祖，为人温厚纯笃，项羽接纳曹操，正无其由，知操父经过，遂出境迎接，再拜致敬，大设筵宴，款待2日。曹嵩要行，陶谦亲送出郭，特差都尉张凯将步兵500护送。曹嵩虑家小行到华，费间，时夏末秋初，大雨骤至，只得投一谷寺歇宿。4僧皆入，嵩安顿家小，命张凯将军马屯于两廊。众军衣装都被雨打湿，同声皆怨。张凯换手下头目于晋楚商议曰：我们本是黄巾余党，勉强降顺陶谦，未有好处。如今曹嵩辎重车辆无数，你们欲得富贵不难，只就今夜3更，大家砍将入去，把曹嵩一家杀了，取了财物，同往山中诺草。此计何如？众皆应允。是夜风雨未息，曹嵩正坐，忽闻四壁喊声大举。曹德提剑出看，就被硕死。曹嵩忙引一切奔入方丈后，欲越墙而走，妾肥胖不能出。嵩慌急，与妾躲于侧中，被乱军所杀。应绍死命逃脱，投袁绍去了。张凯杀尽曹嵩全家，取了财物，放火烧寺，与500人逃奔淮南去了。后人有诗曰：曹操奸雄世所夸，曾将吕氏杀全家。如今何户逢人杀，天理循环报不差。当下应绍部下有逃命的军士报与曹操，操闻之，哭倒于地。众人就起。操切齿曰：陶谦纵兵杀无父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吾今西起大军，喜荡徐州，方雪无恨。遂留荀彧、程昱领军3万守鄄城、范县、东阿3县，其余尽杀奔徐州来。夏侯惇、于禁典为先锋。操令旦的城池，将城中百姓进行屠戮，以雪复仇。当有九江太守边让与陶谦交后，闻知徐州有难，自引兵5000来救。操闻之大怒，使夏侯惇于路截杀之。时陈宫为东郡从事，亦与陶谦交后，闻曹操起兵报仇，欲尽杀百姓，星夜前来见操。操知是为陶谦作说客，欲待不见，又灭不过救恩，只得请入帐中相见。公曰：今闻明公以大兵临徐州，报尊父之仇，所到欲尽杀百姓，某因此特来进言。陶谦乃人人君子，非好利忘义之辈，尊父遇害，乃张凯之恶，非谦罪也。且州县之民与明公何仇？杀之不降，望三思而行。操怒曰：公袭弃我而去，今有何面目复来相见？陶谦杀无一家，是当摘胆剜心，以雪无恨。公虽为陶谦游说，其如无不听何？陈公辞出，叹曰：吾亦无面目见陶谦也。遂持马头陈留太守张邈去了。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，杀戮人民，发掘坟墓。陶谦在徐州，闻曹操起军报仇，杀戮百姓，仰天痛哭曰：我获罪于天，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难。即聚众关张翼。曹报曰：曹兵既至，岂可束手待死？某愿助使军破之。陶谦只得引兵出营，远望操军如瀑霜涌雪，中军竖起白旗2面，大书报仇血恨4字。军马列成阵势。曹操纵马出阵，身穿缟素，扬鞭大骂。陶谦一出马于门旗下，
欠身施礼曰：千本欲结好民功，故托张凯护送。不想贼心不改，至有此事。时不干陶谦之故，望民公察之。操大骂曰：老匹夫，杀无父，尚敢乱言，谁可生擒老贼？夏侯惇应声而出，陶谦慌走入阵。夏侯惇赶来，曹豹挺枪跃马前来迎敌。两马相交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两军皆乱，各自收兵。陶谦入城，与众计议曰：曹兵是大难敌，吾当自服往操营，任其剖割，以救徐州百姓之命。言未决，一人进前言曰：辅军久镇徐州，人民感恩。今曹兵虽众，未能击破我城。辅军与百姓坚守勿出，某虽不才，愿施小策，叫曹操死无葬身之地。众人大惊，便问即将安出。正是：本为纳交反成怨，哪知绝楚又逢生。毕竟此人是谁？且听下文分解。第11回，刘皇叔北海救孔融，吕温侯濮阳破曹操。却说献计之人，乃东海渠县人，姓糜，名竺，字子仲。此人家世富豪，常往洛阳买卖，乘车而回，路遇一美妇人，来求同载，竺乃下车步行，让车与妇人坐。妇人请竺同载，竺上车端坐，目不斜视。行及数里，妇人辞去，临别对竺曰：我乃南方的新君也，奉上帝敕，往烧汝家。感君相待以礼，故明告君。君可速归，搬出财物。吾当夜来。言讫不见，竺大惊，废奔所有，急忙搬出。是晚果然厨中火起，尽烧其屋。竺因此广舍家财，济贫拔苦。后陶谦聘为别驾从事。当日献计曰：某愿亲往北海郡，求孔融起兵救援，更得一人往青州田凯楚求救。若二楚军马齐来，操必退兵矣。谦从之，遂写书2封，问帐下谁人敢去青州求救。一人应声愿往，众视之，乃广陵人，姓陈，名登，字元龙。陶谦先打发陈元龙往青州去气，然后命糜竺击书赴北海，自己率众守城，以备攻击。却说北海孔融，字文举，鲁国曲阜人也，孔子20世孙，泰山都尉孔宙之子。自小聪明，年10岁时，往谒河南尹李英，婚人难之。融曰：我系李相通家。即入见，因问曰：汝祖与吾祖何亲？融曰：昔孔子曾问礼于老子，融与君岂非累世通家？因大奇之。少卿太中大夫陈伟志，因指融曰：此其同也。伟曰：小时聪明，大时未必聪明。融即应声曰：如君所言，幼时必聪明者。伟等皆笑曰：此子长成，必当代之伟器也。自此得名。后为中郎将，累迁北海太守。极好宾客，常曰：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，无之怨也。在北海6年，甚得民心。当日正与客坐，人报徐州糜竺至，融请入见，问其来意。竺出陶谦书，言曹操功为甚急，望明公垂救。融曰：吾与陶公祖交厚，子仲又亲到此，如何不去？只是曹孟德与我无仇，当先遣人送书解和。如其不从，然后起兵。竺曰：曹操倚仗兵威，绝不肯和。融教一面点兵，一面插人送书。正商议间，忽报黄巾贼党管亥部领群寇数万杀奔前来。孔融大惊，即点本部人马出城与贼迎战。管亥出马曰：吾知北海两广，可借1万石，即便退兵，不然打破城池，老幼不留。孔融叱曰：吾乃大汉之臣，守大汉之地，岂有2米与贼耶？管亥大怒，拍马舞刀，直取孔融。融将宗保挺枪出马，战不数合，被管亥一刀砍宗保于马下。孔融兵大乱，奔入城中。管亥分兵四面围城，孔融心中郁闷，糜竺怀仇，更不待言。次日，孔融登城遥望，贼势浩大，倍添忧恼。忽见城外一人挺枪跃马杀入贼阵，
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直到城下大叫开门。孔融不是其人，不敢开门。贼众赶到河边，那人回身连说10数人下马，贼众倒退，融即命开门引入。其人下马弃枪，进到城上，拜见孔融。融问其姓名，对曰：某东莱黄县人也，父姓太史，名慈，字子义。老母重蒙恩故。某昨自辽东回家省亲，知贼寇城，老母说：屡受辅君深恩，汝当往救。某故单马而来。孔融大喜。原来孔融与太史慈虽未识面，却晓得他是个英雄。因他远出，有老母住在离城20里之外，融常使人前以素帛，无敢融的故特使慈来救。当下孔融重待太史慈，赠予衣甲鞍马。慈曰：某愿借精兵1000，出城杀贼。融曰：君虽英勇，然贼势甚盛，不可轻出。慈曰：老母感君厚德，特遣慈来，如不能解围，此亦无颜见母矣。愿决一死战。融曰：吾闻刘玄德乃当世英雄，若请得他来相救，此为自解，只无人可使耳。慈曰：辅君休书，某当即往。融喜，修书付慈。慈换甲上马，腰带弓矢，手持铁枪，宝石严装，城门开处，依计飞出。泾河贼将率众来战，慈连说死数人，透围而出。管亥知有人出城，料必是请救兵的，便自引数百骑赶来，八面围定。慈以铸枪，拈弓搭箭，八面射之，无不应弦落马。贼众不敢来追。太史慈得脱。星夜投平原来见刘玄德。施礼罢，具言恐北海被围求救之事，呈上书札。玄德看毕，问慈曰：足下何人？慈曰：某太史慈，东海之鄙人也。与孔融亲非骨肉，彼非相党，特以其仇，有份忧共患之意。今管亥暴乱，北海被围，孤穷无告，危在旦夕。闻君仁义素者，能救人为急，故特令某冒风突围，前来求救。玄德恋容答曰：恐北海之事间有刘备耶？乃同云长，亦得点精兵3000，往北海郡进发。管亥望见救军来到，亲自引兵迎敌，因见玄德兵少，不以为意。玄德与关张太史慈立马阵前，管亥愤怒直出。太史慈却待向前。云长早出，直取管亥。两马相交，众军大喊。亮管亥怎敌的云长，数十合之间，青龙刀起，劈管亥于马下。太史慈、张飞两骑齐出，双枪并举，杀入贼阵。玄德驱兵掩杀。城上孔融望见太史慈与关张赶杀贼众，如虎入羊群，纵横莫当，便驱兵出城。两下夹攻，大败群贼，将者无数，余党溃散。孔融迎接玄德入城，叙礼毕，大设筵宴庆贺。又引糜竺出见玄德，据言张凯杀曹嵩之事，今曹操纵兵大略，围住徐州，特来求救。玄德曰：陶公祖乃仁人君子，不易受此无辜之冤。孔融曰：公乃汉室宗亲，今曹操残害百姓，以强欺弱，何不与融同往救之？玄德曰：备非敢推辞，奈兵为将寡，恐难轻动。孔融曰：融之欲救陶公祖，虽因救疑，亦为大义。公岂独无仗义之心耶？玄德曰：既如此，请文举先行。融备去公孙瓒处，借3、5千人马，随后便来。融曰：公切勿失信。玄德曰：公以备为何如人也？圣人云：自古皆有死，人无信不立。刘备借得军，或借不得军，必然轻治。孔融应允，叫糜竺先回徐州去报，融便收拾启程。太史慈拜谢曰：慈奉母命前来相助，今幸无虞。有扬州刺史刘繇与慈同郡，有书来唤，不敢不去。融图再见，融以金帛相酬，慈不肯受而归。其母见之，喜曰：我媳孺有以报北海也。遂遣慈往扬州去了。不说孔融起兵，且说玄德离北海来见公孙瓒，且说欲救徐州之事。赞曰：曹操与君无仇，
何苦替人出力？玄德曰：备以许人，不敢失信。赞曰：我借与君马步军2000。玄德曰：更望借赵子龙1行。赞许之。玄德遂与关张引本部3000人为前部，子龙引2000人随后往徐州来。却说糜竺回报陶谦，言北海又请的刘玄德来助，陈元龙也回报青州田凯欣然领兵来救，陶谦心安。原来孔融、田凯2路军马惧怕曹兵势猛，远远依山下寨，未敢亲近。曹操见2路军到，亦分了军士，不敢向前攻城。却说刘玄德军到，见孔融，融曰：曹兵势大，操又善于用兵，未可轻战。且观其动静，然后进兵。玄德曰：但恐城中无粮，难以久持。备令云长、子龙领军4000，在工部下相助，备与张飞奔曹营，径投徐州去见陶使君商议。融大喜，会合田凯，为犄角之势。云长、子龙领兵两边接应。是日，玄德、张飞引1000人马杀入曹兵寨边。正行之间，寨内一声鼓响，马军步军如潮似浪，涌将出来。当头一员大将乃是于禁，勒马大叫：何处狂徒？往哪里去？张飞见了，更不打话，直取于禁。两马相交，战到数合，玄德掣双股见挥兵大进，于禁败走。张飞当前追杀，直到徐州城下。城上望见红旗白字，大书平原刘玄德、陶谦急令开门。玄德入城，陶谦接着共到府衙。礼毕，设宴相待，一面劳军。陶谦见玄德仪表轩昂，语言豁达，心中大喜，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，让与玄德。玄德愕然曰：公何意也？谦曰：今天下扰乱，王纲不振，公乃汉室宗亲，正宜立服社稷。老夫年迈无能，情愿将徐州相让，公务推辞。谦当自写表文，申奏朝廷。玄德离席再拜曰：刘备虽汉朝苗裔，公为德薄，为平原乡有恐不称职，今为大义，故来相助。公出此言，莫非疑刘备有吞并之心耶？若举此念，皇天不佑。谦曰：此老夫之实情也。再三相让，玄德哪里肯受？糜竺进曰：今兵临城下，且当商议退敌之策。待事平之日，再当相让可也。玄德曰：备当遗书于曹操，劝令解和。操若不从，厮杀未迟。于是传檄3寨，且按兵不动，遣人赍书以达曹操。却说曹操正在军中，与诸将议事，人报徐州有战书到。操差而观之，乃刘备书也。书略曰：备自关外的败军言，嗣后天各一方，不及趋势。向者尊父曹侯，实因张凯不仁，以致被害，非陶公祖之罪也。目今黄巾一孽，扰乱于外，董卓余党盘踞于内。愿明公先朝廷之急，而后私筹撤徐州之兵，以救国难，则徐州幸甚，天下幸甚。曹操看书，大骂刘备何人，敢以书来劝我？且中间有讥讽之意，命斩来使，一面竭力攻城。郭嘉谏曰：刘备远来救援，先礼后兵，主公当用好言答之，以慢备心，然后进兵攻城，城可破也。操从其言，缓留来使，后发回书。正商议间，忽刘兴马飞报获释。操问其故，报说吕布已袭破兖州，进据濮阳。原来吕布自遭李郭之乱，逃出武关，去投袁术，术怪吕布反复不定，拒而不纳。投袁绍，绍纳之，与布共破张燕于常山，布自以为得志，傲慢袁绍手下将士。绍欲杀之，布乃去投张扬，杨纳之。时庞叔在长安城中私藏吕布妻小，送还吕布。李傕、郭汜知之，遂斩庞叔，写书与张扬，教杀吕布，不因弃张扬去投张邈。恰好张邈弟张超引陈宫来见张邈。公说邈曰：今天下分崩，英雄并起，君以千里之众，而反受制于人，不亦比乎？
今曹操征东，兖州空虚，而吕布乃当世勇士，若与之共取兖州，伯业可图也。张邈大喜，便令吕布袭破兖州，随据濮阳。只有鄄城、东阿、范县三处被荀彧、程昱设计死守的全，其余俱破。曹人屡战，皆不能胜，特此告急。操闻报大惊曰：兖州有失，使无家可归矣，不可不及图之。郭嘉曰：主公正好卖个人情与刘备，退军去赴兖州。操然之，及时达书与刘备，拔寨退兵。且说来使回徐州，入城见陶谦，呈上书札，言曹兵已退。谦大喜，差人请孔融、田楷、云长、子龙等赴城大会。饮宴既毕，谦言玄德于上座，拱手对众曰：老夫年迈，二子不才，不堪国家重任。刘公乃帝室之胄，德广才高，可领徐州。老夫情愿起贤养病。玄德曰：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，为义也。今无端据而有之，天下将以备为无一人矣。糜竺曰：今汉室凌迟，海宇颠覆，树功立业正在此时。徐州因富，户口百万，刘使君临此，不可辞也。玄德曰：此事绝不敢应命。陈登曰：陶府君多病，不能事事，明公勿辞。玄德曰：原公路4世3公，海内所归，尽在寿春，何不以州让之？孔融曰：原公路冢中枯骨，何足挂齿？今日之事，天与不取，悔不可追。玄德坚执不肯。陶谦泣下曰：君若舍我而去，我死不瞑目矣。云长曰：既承陶公相让，兄且全领州事。张飞曰：又不是我强要他的州郡，他好意相让，何必苦苦推辞？玄德曰：汝等欲陷我于不义耶？陶谦推让再三，玄德只是不受。陶谦曰：如玄德必不肯从，此间尽议，明小沛足可屯军。请玄德暂助军此役，以保徐州，何如？众皆劝玄德留小沛，玄德从之。陶谦烙军已毕，赵云辞去，玄德执手挥泪而别。孔融、田楷亦各相别，引军自回。玄德与关张引本部军来至小沛，修葺城垣，抚育居民。却说曹操回军，曹人接着言吕布势大，更有陈宫为辅，兖州、濮阳已失，其鄄城、东阿、范县三处，赖荀彧、程昱二人设计相连，死守城郭。操曰：无料吕布有勇无谋，不足虑也。叫且安营下寨，再作商议。吕布知曹操回兵，已过滕县，召副将薛兰、李丰曰：吾欲用汝二人久矣。如可引军1万，坚守兖州，吾亲自率兵前去破曹。二人应诺。陈宫即入见曰：将军弃兖州，欲何往乎？布曰：吾欲屯兵濮阳，以成鼎足之势。公曰：差矣。薛兰必守兖州不住，此去正南180里，泰山路险，可伏精兵万人在彼。曹兵闻失兖州，必然背道而进，待其过半，亦即可擒也。布曰：吾屯濮阳，别有良谋，如岂知之？遂不用陈宫之言，而用薛兰守兖州而行。曹操兵行至泰山险路，郭嘉曰：且不可进，恐此处有伏兵。曹操笑曰：吕布无谋之辈，故叫薛兰守兖州，自往濮阳，安得此处有埋伏耶？叫曹人领一军为兖州，吾进兵濮阳，速攻吕布。陈宫闻曹兵至近，乃献计曰：今曹兵远来疲困，力在速战，不可养成气力。布曰：吾匹马纵横天下，何愁曹操？待其下寨，吾自擒之。却说曹操兵进濮阳，下筑寨角。次日引众将出，陈兵于野。操立马于门旗下，遥望吕布兵到。正远处，吕布当先出马，两边排开8员健将。第一个雁门马一人，张，名辽，字文远；第二个泰山华阴人，姓臧，名霸，字宣高。两将又各引6员健将，郝蒙、曹信、程连、魏续、宋宪、侯成。步军5万，鼓声大震。操指吕布而言曰：吾与汝自来无仇，
何得夺吴州郡？故曰：汉家城池，诸人有份，天而何得？便叫臧霸出马槊战。曹军内勒进出营，两马相交，双枪齐举，战到30余合，胜负不分。夏侯惇拍马便出助战，吕布阵上张辽截住厮杀。恼得吕布兴起，挺戟奏马冲出阵来，夏侯惇、乐进皆走。吕布掩杀，曹军大败，退30-40里，不自收军。曹操输了一阵，回寨与诸将商议。于禁曰：某今日上山观望，濮阳之西，吕布有一寨，约无多军。今夜彼将为我军败走，必不准备，可引兵击之。若得寨，步军必拒，此为上策。操从其言，待曹洪、李典、毛玠、吕虔、于禁，典为6将，选马步2万人，连夜从小路进发。却说吕布于寨中闹军，陈宫曰：西寨是个要紧去处，倘或曹操袭之，奈何？布曰：他今日输了一阵，如何敢来？公曰：曹操是极能用兵之人，须防他攻我不备。布乃拨高顺并未去，侯成引兵往守西寨。却说曹操于黄昏时分，引军至西寨，四面突入，寨兵不能抵挡，四散奔走。曹操夺了寨。将及4更，高顺方引军到，杀将入来。曹操自引军马来迎，正逢高顺3军混战。将及天明，正息鼓声大震，人报吕布自引军来了。操弃寨而走。背后高顺、魏续、侯成赶来，当头吕布亲自引军来到。于禁、乐进双战吕布不住，操往北而行。山后一彪军出，左有张辽，右有臧霸。操使吕虔、曹洪战之不利，操往西而走。忽又喊声大震，一彪军至，郝萌、曹信、程连、宋宪4将拦住去路。众将死战，操当先冲阵。梆子响楚，箭如骤雨射将来。操不能前进，无计可托，大叫：谁人救我？马军队里一将涌出，乃典韦也。手挺双铁戟，大叫：主公勿忧。飞身下马，插住双戟，取短戟10数支，匣在手中。故从人曰：贼来时不乃呼我。遂放开脚步，冒剑前行。步军数十骑追至，从人大叫：时不已。为日，吾不乃呼我。从人又曰：吾不已。为乃飞戟刺之，一戟一人坠马，并无虚发，力杀10数人。众皆奔走，为复飞身上马，挺一双大铁戟，冲杀入去。好，曹、程、宋4将不能抵挡，各自逃去。典韦杀散敌军，救出曹操，众将随后也到，寻路归寨。看天色傍晚，背后喊声齐楚，吕布奏马蹄急赶来，大叫：操贼休走！此时人困马乏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各欲逃生。正是虽能战把重围脱，只怕难当劲敌追。不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第12回，陶公祖3让徐州，曹孟德大战吕布。曹操正慌走间，正南上一彪军到，乃夏侯惇引军来救援，截住吕布大战。斗到黄昏时分，大雨如注，各自引军分散。操回寨，重赏典韦，加为领军都尉。却说吕布到寨，与陈宫商议。公曰：濮阳城中有富户田氏，家童千百，为一郡之巨士，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书，言吕温侯残暴不仁，民心大怨，今欲移兵黎阳，只有高顺在城内，可连夜进兵，我为内应。操若来，诱之入城，四门放火，外设伏兵。曹操虽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到此安能得脱也？吕布从其计，密谕田氏使人进到操寨。操因心败，正在踌躇，忽报田氏人到，城上密书云：吕布已往黎阳，城中空虚。万望速来，当为内应。城上插白旗，大书一字，便是暗号。操大喜曰：天使无得濮阳也。众赏来人，一面收拾起兵。刘烨曰：布虽无谋，成功多计，只恐其中有诈，不可不防。明公欲去，当分3军为3队，2队伏城外接应，1队入城方可。
操从其言，分军3队来至濮阳城下。操先往灌之，见城上遍数旗帆，西门角上有一义字白旗，心中暗喜。是日午牌，城门开处，2员将引军出战，前军侯成，后军高顺。操及时点为出马，直取侯城。侯成抵敌不过，回马望城中走，唯赶到吊桥边，高顺一拦挡不住，都退入城中去了。树内有军人乘势混过阵来见操，说是田氏之使，城上秘书。曰云：今夜初更时分，城上鸣锣为号，便可进兵。某当县门。操拨夏侯惇引军在左，曹洪引军在右，自己引夏侯渊、李典、乐进、典韦4将率兵入城。李典曰：主公且在城外，容某等先入城去。操呵曰：我不自往，谁肯向前？遂当先领兵直入。时约初更，月光未上，只听得西门上吹锣咳声，喊声呼起，门上火把缭乱，城门大开，吊桥放落。曹操争先拍马而入，直到州衙，路上不见一人。操知是计，忙拨回马，大叫退兵。州衙中一声炮响，4门烈火，轰天而起，金鼓齐鸣，喊声如江翻海沸。东向内转出张辽，西向内转出臧霸，夹攻掩杀。操走北门，到傍转出郝蒙、曹信，又杀一阵。操急走南门，高顺、侯成拦住。典韦怒目咬牙，冲杀出去。高顺、侯成倒走出城。典韦杀到吊桥，回头不见了曹操，翻身复杀入城来，门下撞着李典。典韦问主公何在？典曰：无一寻不见。韦曰：汝在城外催救军，我入去寻主公。李典去了，典韦杀入城中，寻觅不见，再杀出城壕边，撞着乐进。进曰：主公何在？韦曰：我往复2遭，寻觅不见。进曰：同杀入去救主。2人到门边，城上火炮滚下。乐进说曹操见典韦杀出去了，四下里人马结来，不得出南门，再转北门。火光里正撞见吕布停戟跃马而来，操以手掩面，加鞭纵马进过。吕布从后拍马赶来，将戟于操盔上一击，问曰：曹操何在？操反指曰：前面骑黄马者是他。吕布听说，弃了曹操，纵马向前追赶。曹操拨转马头，望东门而走，正逢典韦。韦拥护曹操，杀条血路，到城门边，火焰甚盛，城下推下柴草，遍地都是火。韦用戟拨开，飞马冒烟吐火先出。曹操随后一出，方到门道边，城门上崩下一条火梁来，正打着曹操战马后胯，那马扑地倒了。操用手托梁推放地上，手臂须发竟被烧伤。典韦回马来救，恰好夏侯渊亦到，2个同救起曹操，吐火而出。操乘渊马，典韦杀条大路而走。直混战到天明，操方回寨。众将拜服问安，操仰面笑曰：雾中匹夫之计，吾必当报之。郭嘉曰：计可速发。操曰：今只将计就计，诈言我被火伤，火毒攻发，5更已经身死，务必引兵来攻。我伏兵于马陵山中，后骑兵半渡而击之，不可擒矣。嘉曰：真良策也。于是令军士挂孝发丧，诈言操死。早有人来濮阳报吕布，说曹操被火烧伤肢体，到寨身死。布遂点起军马，杀奔马陵山来。将到操寨，一声鼓响，伏兵四起。吕布死战的脱，折了好些人马，败回濮阳，坚守不出。是年蝗虫忽起，时尽河道。关东一境，每谷一斛，值钱50贯，人民相食。曹操因军中粮尽，引回鄄城战往。吕布亦引兵出屯山阳救时，因此二楚权且罢兵。却说陶谦在徐州，10年已63岁，忽然染病，看沉重，请糜竺、陈登议事。竺曰：曹兵之去，只为吕布袭兖州故也。今因遂荒罢兵，来春又必至矣。
府君两番欲让位于刘玄德，使府君上强谏，故玄德不肯受。今病已沉重，正可就此面与之，玄德必不辞矣。迁大喜使人来小沛，请刘玄德议军务。玄德引官，张岱数十骑到徐州，陶谦叫请入卧内。玄德问安毕，谦曰：请玄德公来，不为别事，只因老夫病已为堵，朝夕难保。万望明公可怜汉家城池为重，授取徐州牌印，老夫死亦瞑目矣。玄德曰：君有二子，何不传之？谦曰：长子商，次子印，其才皆不堪任。老夫死后，犹望明公教诲，切勿令长周氏。玄德曰：备一生安能当此大任？谦曰：谋举一人，可为公辅，系北海人，姓孙，名干，字公佑。此人可使为从事。又谓糜竺曰：刘公当世人杰，汝当善事之。玄德终事推脱，陶谦以手指心而死。众军举哀毕，即捧牌印交送玄德。玄德故辞。次日，徐州百姓拥集府前哭拜曰：刘使君若不临此郡，我等皆不能安生矣。关、张二公亦再三相劝。玄德乃许权领徐州事，使孙乾、糜竺为辅，陈登为幕官，进取小沛军马入城，出榜安民，一面安排丧事。玄德与大小军士尽皆挂孝，大设祭奠。祭毕，葬于黄河之源。将陶谦仪表申奏朝廷。操在鄄城，知陶谦已死，刘玄德领徐州牧，大怒曰：我仇未报，汝不费半箭之功，做得徐州。吾必先杀刘备，后戮谦师，以雪先君之怨。即传号令，刻日起兵去打徐州。荀彧入谏曰：昔高祖保关中，光武据河内，皆深根固本，以正天下。进足以胜敌，退足以坚守，故虽有困，终继大业。明公本守是兖州，且河既乃天下之要地，是一席之关中，河内也。今若取徐州，多留兵则不足用，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，是无兖州也。若徐州不得，明公安所归乎？今陶谦虽死，已有刘备守之。徐州之民，既以服备，必助备死战。明公弃兖州面取徐州，是弃大而就小，去本而求末，以安而易为也，愿孰思之？操曰：今岁荒乏粮，军士坐守于此，终废良策。豫曰：不如东略陈地，使军就时，汝南、颍川、黄巾、余党何宜、黄绍等劫掠州郡，多有金帛粮食。此等贼徒，又容易破。破而取其粮，以养三军，朝廷喜，百姓悦，乃顺天之事也。操喜从之，乃留夏侯惇、曹仁守鄄城等处，自引兵掠陈地，次及汝、颍、黄巾何宜。黄绍知曹兵到，引众来迎，会于阳山。时贼兵虽众，都是狐群狗党，并无队伍行列。操令强弓硬弩射住，令典韦出马。何宜令复援师出战，不三合被典韦一戟落于马下。操引众乘势赶过阳山下寨。次日，黄绍自引军来，镇元楚亦将步行出战，头理黄巾，身披绿袄，手提铁棒，大叫：我乃桀天夜叉何曼也！谁敢与我私斗？曹洪见了，大喝一声，飞身下马，提刀不出。两下向阵前厮杀，40-50合，胜负不分。曹洪诈败而走，何曼赶来，洪用拖刀被砍击，转身一跳，砍中何曼，再复一刀杀死。李典乘势飞马直入贼阵，黄绍不及提备，被李典生擒活捉过来。曹兵掩杀贼众，夺其金帛粮食无数。何宜是孤，引数百骑奔走葛皮。正行之间，山背后撞出一军，为头一个壮士，身长8尺，腰大10围，手提大刀截住去路。何宜挺枪出营，只一合，被那壮士活辖过去。余众者忙，皆下马受传，被壮士尽驱入葛皮坞中。却说典韦追袭何宜到葛皮，壮士引军迎住。典韦曰：汝亦黄巾贼耶？壮士曰：黄巾数百骑，竟被我擒在坞内。韦曰：何不献出？
壮士曰：“你若赢得手中宝刀，我便献出。”为大怒，挺双戟向前来战。两个从陈至武不分胜负，各自少些。不一时，那壮士又出诺战，典韦亦出，直战到黄昏，各因马乏战止。典韦手下军士飞报曹操，操大惊，忙引众将来看。次日，出壮士又出诺战，操见其人威风凛凛，心中暗喜，吩咐典韦：“今日且诈败。”韦领命出战，战到30合，败走回阵。壮士赶到阵门中，弓弩射回。操即引军退5里，密使人掘下陷坑，暗伏攻守。次日，再令典韦引100余骑出。壮士笑曰：“败将何敢复来？”便纵马接战。典韦略战数合，便回马走。壮士只顾往前赶来，不提防连人带马都落于坑之内，被勾手转来见曹操。操下帐斥退军士，轻解其传，即取一一之，命作，问其相冠姓名。壮士曰：“我乃谯国谯县人也，姓许，名楚，字仲康。向遭寇乱，据宗族数百人，驻监于坞中以御之。一日寇至，吾令众人多取石子准备，吾亲自飞石击之，无不中者，寇乃退去。又一日寇至，坞中无粮，遂与贼合，约以耕牛换米。米已送到，贼驱牛至坞外，牛皆奔走回骸，被我双手掣2牛尾，倒行100余步。贼大惊，不敢取牛而走，因此保守此处无事。”操曰：“吾闻大名久矣，还肯降否？”楚曰：“故所愿也。”遂招宗族数百人拒将。操拜许褚为都尉，赏劳甚厚。随将合宜，黄绍斩弃。鲁、尹西平。曹操班师，曹仁、夏侯惇接见，言近日细作报说，兖州薛兰、李丰军士皆出掳掠，诚意空虚，可引得胜之兵攻之，一鼓可下。操遂引军进奔兖州。薛兰、李丰出其不意，只得引兵出城迎战。许褚曰：“吾愿取此2人，以为至见之礼。”操大喜，遂令出战。李丰使画戟向前来迎，交马2合，许褚斩李丰于马下。薛兰急走回阵，吊桥边李典拦住，薛兰不敢回城，引军投据野而去，却被吕虔飞马赶来，一箭射于马下，军皆溃散。曹操复得兖